断灭相。所以重点啊，就是说不说断灭。无迄个讲全无去的啦，全世间啊，有因有果啊，一定都存在。所以不能说一了就白了，没有了啦，都全部都在。你无爱去接受嘛袂使。一定的要知道，不管你高兴啊，都要接受，都要去。所以不能说呢断灭。那么接着呢，第28分，不受啊，不贪，第8，七菩提，肉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所以这边呢，我们要了解到，虽然教法，但是呢，这种就是我们用七宝来布施啊，还不如说我们用法来布施。法施啊，救人是彻底的，你财施救人啊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财产来以财产布施，得到利益也不多那个受到你才是不会多，可是法施啊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我们真的能够呢以法来布施，就是告诉怎么样的努力修道呢，可以成道，可以成佛使他呢对人生啊产生呢充满的希望。那我们要了解到，希望越大呢，我们的力道就越大，然后发挥出来的我们就可以不但利益自己呀，还可以利益我们身边的人这个呢都是善的行所以我们呢就是要用呢法施救人。若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所以啊，用呢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还不如说呢知一切法无我。所有万法里面啊，没有一我的存在了这个我是随耳诵读，众言会就有用，这个不是我啦所以知道一切法里面没有我知道一切法里面没有我就是已经呢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人，这个人就是安住不动我们呢知一切法无我，然后安住不动，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能安住不动所以很重要，这比前面恒河沙等世界七宝部要还来的殊胜。所以底下呢我就讲，此菩萨圣贤菩萨所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啊，还不如说知道一切法无我，然后能够安住不动这样就胜过那么多的财施啊。要知道我们肯定自己不生佛性本体，那个功德是非常大都胜过于我们用身体来布施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要启发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以以知菩萨呢不受福德故为什么呢那个菩萨可以这个呢胜过七宝布施，就是因为呢他不受我们所做的福德不应呢贪着，就是所做的不能记在心中过去也都一直讲，假如说我们这个布施拿了100块来帮助人，然后我们心中一直记得我100块来帮助人，这样的话呢我们要知道因果是一定的你拿100块来帮助人布施，就有100块的福德接受。可是你记在心中就是你布块
得到的果报啊，就是100块的果报，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我们布施了以后，把它抛入虚空，完全都不记在心中，够了就好。而且啊，那是我生带来的，是啊，越来越去，越来给我摕到，我来帮助啦，所以啊，当他布施了以后，他就抛开，抛开了以后啊，进入虚空，所以啊，不管他布施多少，果报啊，就以虚空之大的果报来给他，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以算式来说的话，这个最划算的。我们都不记在心中，就已经呢进入性分了，进入我们的不生灭活性本体。那我们活性本体来接受，那个善，就已经啊，生者本。那我们的德啊，建立，所以要了解，这个能够服人啊，就是以德来服人，不是用霸力霸道，不是，一定是用德，用德来降服呢，所有众生的高傲心，用德才可以。所以我们本身呢，在日常生活就累积，我们帮助人了以后啊，全部抛开。不记在心中了，把它都忘了，这样最好。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的社会来说，你帮助人都记得，以后啊，被你帮助的人很怕看到你呀。为什么？他看到伊刚才没说，我们在欠你几百万啊。其实没有那样厉害啊，可是啊，那个心理作用产生。你假如说全部把它抛开，都没给你，都没给你有帮助啦，那个受帮助人一点压力都没有，他就乐意啊跟你亲近，这样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他体会到真理，说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人，那个是现在，你有能力的时候不做，等到呢你在受困难的时候啊，没有人帮助你。为什么？因果关系。所以啊，我们有能力可以做的时候啊，尽量呢能够帮助别人，而且帮助了以后又不记在心中，这个是最理想。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所做的福德啊，不应呢贪着，就是不要去贪。你去贪的话呢，就变成凡夫了。就跟众生一样，那我们呢，就是要进入菩萨，菩提啊，萨埵，菩提是觉，萨埵啊有情，有情已经能够觉了，已经能够呢，真的觉啊产生了，那个叫菩萨。因为呢不贪着，是故啊说不受福德。就是不接受福德，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福德啊，都是因缘际会啊，才产生的啦，它不是固定啊，摆在那里，你去呢，把它拿来，把它拥有，不是这样，那个是啊，你要有所这个行动啊，它呢才会呈现。然后我们接着呢讲威仪极静分第29。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来若去，若作若恶，世人呢不觉我所说意。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威仪啊，极静，就是啊。我们呢这个本身人格的那个提高，已经呢到达佛如来那一种状态，所以啊就已经呈现了那个如来那个领域所以假如说有人说
这样呢，有人说啊，那个就起心动念，已经心不清净，如来肉来肉去肉作肉恶，这个如来有所变化，那世人不解我所说义，那这个人他不了解我所说的义理，为什么呢？如来如如不动了。他完全都没有动作，也无所作为，那行之作恶我们了解说，我们身体这个四大假合它呢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仪，所以身体的那个行仪不能呢就把它当成呢就是如来。何以故？如来者，为什么呢？这个如来，它的内容，它的内涵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各位浅显我们是不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对不对？我们生从哪里来？我们死要到哪里去呀？是不是都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我们就是底下那个故名如来，承不承认承不承认自己就是如来所以要了解到无所从来，咱生为倒来找无就无所从来，咱死要去倒唔知无地去。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我们就是这个状态对不对？所以威仪极尽，已经呈现了整个威仪极尽的状态，29分，然后我们接着30分，一合理相。这个一合理相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已经呢到达就是灵本同体已经恢复到所有万象万事万事归本所以已经到一合一合那一种我们的整个万事都归到一本的状态。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3000大千世界遂为微尘。所以这边这个佛就问了须菩提，说善男信女用3000大千世界已经把它粉碎变成微尘所以佛在讲经说法。这个大千世界它不是实在有的，它是微尘机器才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的讲经说法就是很奥妙。它呢没有说世界是虚幻不是空的，他说呢就是微尘，所以没有实在的世界然后接着说它只有微尘，也没有实在的微尘你看奥不奥妙？佛就是这样讲，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凡尘所执着的那个心完全都是错误都不合真理跟真理不合所以问须菩提，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各位就可以了解微尘众很多的微尘宁为多佛多不多把世界都碎为微尘，微尘多不多就是这样来问。那么须菩提就回答甚多，无法度讲啦，有够多啦，所以甚多是真何以故？然后呢须菩提就讲那个原因。若是微尘众实有者，假如说这个微尘是实在有的话，佛即不说是微尘众
佛就不会讲啊，是微尘众。所以那个众啊，就是众缘际会啦，有足济啊合作会才有做众啊。微尘众啊，足济微尘合作会佛就袂讲啊，袂讲迄是微尘众，是足济微尘集合作会。所以了解到说微尘也不是实在有，世界啊不是实在有，我们把它打破很困难。然后进入到微细的道理啊，连微尘也不是实在有，也是很多因缘际会的。所以则何？佛说微尘众啊，即非微尘众。是名啊微尘众。这个佛说就已经成就了成就呢，当佛的时候啊来讲微尘众，那就不是呢形象的很多微尘积聚在一起，已经就不是了所以我们了解啊，只是呢它有这个相然后呢就有这个名，所以是名微尘众。是真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啊，即非世界。这边呢须菩提又代替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来所说的3000大千世界就小千、中千、大千3个千的大千世界，即非世界就不是啊实实在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只是啊现在已经有了有形象了，它的名称呢就叫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啊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假如说世界啊它实在有的话就是一合相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一合相，我们可以从我们本身呢了解开始。我们的身体呀所有风土众缘际会是不是已经一合相了？有没有？集合所有风土一合相。然后我们家人这个父母亲啊、兄弟姐妹啊然后祖父母啊又合在一起就是合成一家人一合相。然后我们几个家庭啊就合成一个邻我们现在的编制啊一邻有几户然后我们几个邻合成一个里呀然后一个里就比较大一点然后几个里呀合成一个乡镇然后几个乡镇合成一个县县市然后几个县市合成一个省，然后几个省合成一个国家，然后几个国家合成一个州，然后几个州合成一个我们地球，然后几个星球合成一个太阳系。所以各位先生对一合相有较了解无？你看一合相它不是固定只有一个，而是非常多的都可以应用只要是众多因缘际会才呈现的都叫做一合相所以我们呢就本身佛性叫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所以我们了解说万象万事这么多全部都合在一起，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是不是一合相？懂了没？所以如来说一合相如来说称性而说啦称性而说的一合相即非不是有形有相的那个合在一起的形象，只是说它的名称叫做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
各位贤贤，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可不可以说？无法度讲对不？就是这样啦。你看我们合成一合相的，把凡尘所有万象万事啊，都合在一起一合相的，知影无？就是我们本身自己啦。就是一合相，不可说。但呢，凡夫之人啊，贪着其事。我们有没有贪啊？合成即马有足济安尼一寡事业体啊，拢甲伊合作做伙，然后所有的财产哇，拢变做我的。这贪着啊，贪不贪？合作伙钱拢变我的。这个是现象啦。因为我们凡夫贪，圣贤啊知道这个是假的啦。纵然你贪的你也带不走。假啦，假贪要创啥？没有用啊。所以啊，要知道我们在生活之中啊能够的心平气和，能够心安理得这样的生活啊，就已经很如意了。好好把握。那么接着知见不生分第31这个呢是究极无智啊，已成正的最后一分32分是流通分然后到31分就是研究到极点，一切都无所住已经证悟我们佛性所以从17分到24分，它是呢升观无智以进修那个我们上个礼拜讲过这个礼拜讲的就是究极研究到极点，一切呢都无所住，然后我们证悟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一分呢就是这个究极无智已成正的最后一分。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云何？世人解我所说义不？假如说有人说佛在讲有世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相是在外面见是在里面有较深所以世见伫咱内心内底，事相伫外口所以又呢比较深入里面那问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世人解我所说义不？这个人他了解我所说的义理吗？然后须菩提回答说不也是真，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上面悟是佛说，下面呢须菩提回答是不解如来如来呢称性而说，然后佛说呢是有形有相，然后有真理在。那么何以故？世真说这边呢又用另外一个名称叫世真我们呢这个世界所最尊敬的世真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即非已经不是了可是毕竟有形有相，就示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底下呢就做呢结论说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就是我们发无上正等正觉心我们已经发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于一切法呢应该要这样知道，要这样的见解
如是啊，性觉不生法相。所以啊，我们前面呢，都先把那个不生我相呢，去掉，到后来啊，就不生法相，它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我们都是佛了，就呢没有执着呢，我没有执着法，没有我，没有法，就已经成就。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31分呢，要我们呢，就是一切法呢，就是了解到，它都是演技呀，则生演善啊，救灭，都是呢，当体呀是空，要如是信，要如是解，要这样相信，这样了解，然后不产生法相。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啊，说不生法相？因为啊，修持到成就，一切都无所住啊，然后啊，能够证悟佛性啊，就连法相啊也要去掉，不能说把这个最好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又呢记在心中。因为我们一记在心中啊，就有法执啊，那有法执就成就不了，所以最后呢，不生法相，一点法呢，都不生。须菩提，所言法相者，所言这个法相，那么如来说。如来呢，就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所以如来说就是称性而说，从我们的佛性来说，即非法相，所以已经呢不是了，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啊，需要法，可是成就了以后啊，都要把法抛开，所以啊，即非法相。那我们修持过程啊，有，所以它呢，是名法相，就是它的名称啊，就是法相，所以这一段呢到这边呢，就已经呢结束，然后底下呢就是流通，应化呢归真啊，第32分。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以此经乃至四句句等，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其福甚彼。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这个受持啊，我们接受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把它持拿出来用，就已经呢胜过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用那么多的世界七宝来布施，还不如呢善男信女呀，发菩提心持以此经，就是呢我们金刚本性，此经呢就是金刚本性，乃至四句句等，就是修道的过程，身空。心空、性空、法空，四句句教导众生修道的轨道，能够受持啊自利，然后读诵呢就是利人，所以底下就讲为人演说，为人演说啊就是利益呀，众生利益别人，上面受持啊受呢就是接受，我们接受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持啊，就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拿出来用，所以受持啊自利，然后读诵呢就利人，我们又能够自利啊，又能够利人，这样的话呢，其福啊甚彼，
那个福就胜过于这个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用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还不如呢我们呢受持自性然后自利又能够利人，又能够呢度化众生。那么允和为人演说，要怎么样呢来跟人家讲？就是不能呢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所以这个为何演说允和为人演说，佛就讲那个内容，就是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所有的形象我们都不取。如如不动就是佛性本体的状态。我们呢要了解到。《金刚经》呢，这2句话8个字就是精华所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因为能够如如不动，才不取于相，因为不取于相，才能够如如不动。所以这8个字就是《金刚经》的精华。它就是一个花明语，花现明了里面的真理，然后呢又是一个归觉语，归觉到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所以把全部的金刚经内容包含在这8个字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说最重要就是要记得允和为人演说，要怎么样跟别人讲，就是要说用不生不灭来修，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叫做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样知道吗？因为我们在凡尘都是用生灭心在修不生不灭的佛道因为因果不一致所以修了很久都没有功效。所以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来修成不生不灭佛的果位。不生不灭的心，不生不灭佛的果位，因果一致。所以当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的时候就已经成就。到佛不生不灭的果位都已经呈现了。不用等到以后成佛，只要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就是正确。那我们生活之中什么是生灭心？什么是不生不灭的心？我们呢讲了这么久可能各位都还朦胧，还不是很清晰知道了。我们在凡尘所用的一切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都是始于生灭心。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用生活的生灭心来修道，那一定不会成道，因为因果不一致。所以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那不生不灭的心跟生灭的心如何区别？各位浅显，我们了解到其实很简单它一体两面。生灭的心从哪里出来？各位浅显，我们生灭变化的心从哪里出来？从佛性出来从我们不生的真心佛性出来所以生灭心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这样会用的吗？表面的不要了，把背后的推出来就对了。两面一体两面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它是同体一体的所以我们就有讲说妄想原来本是真，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成随力。
仔细看来无别人，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妄想就是生灭心啊。原来本是真，因为妄想的来源就是从佛性生发。那我们不要那个表面的妄想，不要，我们深入背后那个来源，来源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原来本是真，妄想原来本是真，它真的除时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还要起妄想来除妄想啦。所以增加一重的障碍。然后言思动静，我们讲话啊，然后我们有所行动啊，成水的力量，成佛性啊，仔细看来无别人，就是自己呀，所以生灭心也是自己，只是我们没有往背后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去认识。它只有认识表面的生灭，生灭接着的无去啊，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要这个用呢不生不灭的那个实相法来讲跟人家讲道，安尼才正确啦，不能用生灭心来讲，生灭心来讲的话，那个久了都没有功效，因为不走入到真理。那所以假如说跟人讲我们的觉，各位同学，我们从身体产生的觉那个都是实以妄。因为我们呢要了解到原来妄也是真即妄全真，全部都是真为什么有妄？就是佛性生花，所以它也是真。这样我们也不排斥啦。可是要认识，要知道它是功能作用。那我们要修道是要用本体。所以本体跟功能作用一定要分得详细。当你分得详细的时候全相即性。所有的万象都是佛性，为什么？因为万象都是佛性生发。我们研究过《楞严经》《楞严经》里面佛就讲得很详细，所有的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我们的真心所生发的。这个我说呢，我们世间的人很难接受的观念。可是假如说我们深入其中去看它的整个来源变化，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万象就是我们佛性这样的话就已经可以融入一体。说一体绝对性。那我们修道呢就是要走入绝对性，没有相对啦。相对两边生灭变化无常。那我们用呢生灭变化无常来修的话，再怎么久都没有功效。所以一定要从不生不灭的本体入手，这样就已经找到根源，心就笃定。你心一定智慧就有。然后定会整个同时发生，然后整个发生了以后你就有那个余力来处理所有生活上的一些变化的事情就不会让这一些烦恼的凡尘事来进入心中。这样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已经呢走到佛的领域不用等到以后了不用等到这个以后等到成佛了以后然后我们才说成就不用因为当下就可以成就。
然后允和为人演说呢，重点就在不取以相，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啊讲何以故？为什么要用不取以相，如如不动？因为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我们了解前面呢，都要我们观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为什么到最后呢？要我们来观一切有为法。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众生一下子说要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有一点困难所以佛呢就用了方便法门，要我们来观呢一切有所作为的方法。它呢就好像梦幻泡影露电。所以完成的所有一切全部呢都是演寂则生，演散就灭。当下都是空。那只要我们观万言，万言它都是演寂则生，演散就灭。既然都是空，我们就可以进入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就很自然的因为观呢一切的衍生法，然后进入不取以相，如如不动，自然呢就到达。所以我们了解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晚上睡觉做梦，这个是很时常的事情所以各位姐姐，我们在梦境之中都把它当成真实的。那什么时候知道假？醒过来的时候了，醒过来知道说都是假的。可是各位浅显，我们现在白天虽然说很清醒，各位知道我们也是在梦中嘛？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清醒当我们一口气不来，死掉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醒啦，原来全世间拢假，有假无？逐项拢假对无？咱死的时阵什么拢假。所以我们睡觉呢，说梦境是假的。当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凡尘所遭遇的一切一样都是假的，都不真所以观有为法就可以进入无为佛性本体。就是这样。梦呢幻，幻呢各位浅显，我们现在看电视然后应用电脑就算智慧型手机那个幻不幻？你这样拍一个拍一个一直变有无？有没有？那个幻灯片一直给你看，有没有？然后你就受它的影响，这个更水，这个更歹，有没有？幻不幻？都幻。叫他出来，你这水出来跟我做伙，他可能出来嘛？没办法啦，幻嘛，假的啦。但是我们在看他表演给我们看的时候，可以笑可以哭幻可是我们被幻迷惑对不对？幻梦幻，然后泡呢就是那个水受到风的鼓动然后激发就变成水泡很快就消失了，对不对？所以梦幻泡影，这个影有日夜灯光就有影像。我们台湾俚语有影无？有啦，有影。若无影就鬼对不对？你若照落去哎呦，伊的影拢哪会无看看到鬼看到鬼就无影所以有影影。然后露露呢就是晚上
那个水汽呀，凝结在那个地上，可是太阳出来，它就消失了啦，路。电呢，闪电，阴极跟阳极呀，交汇，一下子啊，很快，你看我们凡尘都是这样，梦幻泡影入电，用这个来观的话，知道说眼既则生啊，眼散就灭，都是假的，佛说是经仪呀，长老须菩提，岂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呢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呢，皆大欢喜呀，信受奉行。所以啊，经典的起头啊，就是用如是我闻；经典的结尾啊，就是用信受奉行。所以我们了解说，佛说呢，这个《金刚经》已经讲完了，然后啊，那个须菩提呀，以及呢，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以及一切世间，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三善道，闻佛所说呢，皆大欢喜，能够呢这个信受奉行。因为或许有着手在写，大家拿到那一本那么大或者就看说，哎呦，很委屈各位了，摕到一本这大本在看，都写到遐细字，字又很小，迄足欠的咧，迄一个空白都唔敢浪费，安尼写到足烂的，现在或许把它写得比较能够呢，简单扼要，个拢真快。让我们看呢很详细啦，但是今嘛才写3、4张尔啦，爱这个一段时间才摕到，因为或者都说了我们最不喜欢说讲的人拿书在看，你看书讲，我摕回来看就好啦，就来这听你讲，所以我才说我讲完再来写。这样就不会说你拿着书在看，然后你讲了我拿回家看就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啊开始就讲涅槃经，那书呢我们这边都会提供，所以每个人呢都会有一本。那我们呢留半个小时呢，请陈维旭陈兄来讲他的心得，请陈兄来讲台说，到这边来说，来，请坐。这个麦克风是那个录影的麦克风。你不做？我差不多做。后学占到天人师德，点传之慈悲，让后学有机会来这边学讲心得啊。那因为有时候那个朱姐没有空伊来常常叫我载刘讲师回到那个车站去嘛，所以说那个我在听完课如果有什么问题比较有机会来跟那个刘讲师来发问啦。发问当中就有很多那个问题刘讲师就听到说你就是修到怎么样然后就是有这种心得，他叫我来发表给大家听一听啦。然后后学那个老师又一直鼓励后学来跟大家讲一讲，我想讲想袂过啊，集合来讲给大家听啦。那后学上次有讲过嘛身体难过，然后行哭就赶后然后就很认真的在练望缘放下。那刘讲师有跟后学讲说，叫后学把那个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后学现在心态赶后，因为后学就是5年前，也大概差不多5年前，后学就是去一间神坛问事情啦。问事情迄间神坛的神坛那个
乩童哦，就跟说啊，有神明要抓你做乩啊，要后学当乩童啊。后学回家想一想哦，我在修道呢，我在同一宫呢，我做一贯道的呢，我若做乩童哦，我若等下同一宫若讲啊，我即摆咧做乩童，我可能想一想哦，这道可能唔免修啊。我想的，我就甲一间公庙哦，跟他说我这个我没有兴趣的，他就反正他就有点半勉强啊。他说你如果不答应的话哦，那个神明就会一直缠着你啦。我就不管他，我就回家照样过我的生活啊。就回家之后过没多久，大概1-2个月我身体开始干枯啊，开始浑身不舒服的对啊。刚开始没有那么严重啊。然后后来又有去他家为什么会这样？伊讲这就是神明要催你啊，你就是甲无甲做当机，伊就是要帮你刷我的身体就开始更加干枯一点嘛。然后我就来同一宫刚好开法会我就有请示老师老师就跟我说，你先跟点传师讲点传师刚好站在旁边我们在那边在讲这个情形呢很长我讲就身体难过老师就说那你拿一个苹果回去吃。我等伊食食的那像毛线无啥好的款食食的嘛是继续艰苦我也唔知要安怎然后我就在家里顾店了那个法会的时候那个林坛主的儿子伯清那时候当超子，老师就叫他说，信理心法不要一直都堆在那边你拿到那个1楼大殿那边有来的道亲让他们带回去啦，我就盖底下搬因为阮同学我就跟他这边搬就底下搬然后伯清就说不然你拿一套回去听看看我就拿一套回去我这个拼就放在家里面我嘛无摕出来听经过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我想我就在顾店无啥代志，有一天我就甲他讲无摕出来无聊拄看到这信理心法 CD， 我就拿出来想说听看看我就放那个听，这讲的那像袂歹越听越有兴趣就对了。那我那一天我记得好像是下午开始听我就一直听到我暗时10点要关店都要听5地听了。就是很有兴趣就对了，然后之后星期6我就开始来上课了，来上课那时候身体也是不舒服人就是难过，就浑身不舒服洗都不会怎么样袂讲倒了昏去现在都不会就是感觉人就拢无爽快那就对了然后就开始我就回去想听那个刘讲师讲说那个不痛以前刘讲师一直在讲说那个可以练到不痛我想讲我无爱练看卖看敢真正会不痛无无安尼身体艰苦嘛毋是办法食药也袂好找医生也袂好因为我开药局嘛你止痛药什么我拢介了解嘛食了好一阵子好去药效过人就开始搁不舒服起来我就开始练每天望缘放下然后开始下去做上次我讲过嘛我大概1-2年之后我会有预感说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找我什么时候谁要来跟我买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这个肝药明仔载有人要找来买肝药明仔载真正有一个人找来给我买肝药就开始有这种预感后来我嘛不放在心上因为我身体的病痛嘛袂好我无刚刚这种心情最主要让身体的那个身体要健康起来后来就是听了这一段时间5年，当然现在已经很舒服了几乎那种情况已经减到最低了但是还有一点点以前那个痛苦真正听到讲徛袂调坐也坐袂调真正唔知道要哪较好以前那个痛是真的很痛的痛现在是很轻松很舒服但是所以说也在这边奉劝各位就是外面那个神坛的神明就是没有事不要去接触我嘛一直嘛是抱着
无啥代志啊，就亲戚去亲戚因兜坐，因就拢走去遐坐啊，就对去因遐坐，坐就加减问，才会知影问到边安尼。那时候就是安尼啊，因为咱咧修道，因为自细汉就伫同一宫长大的嘛，根本嘛袂对这个根本没有兴趣啊。咱逐工就咧读这些经典，读这些册，因为咱对那个不是好奇啊。拄啊亲戚走去咧，因拢去很迷信啊，走去问。因两个伫遐咧泡茶，安尼对去遐坐，安尼坐到有代志，真正很倒霉啦。然后这5年来的心境就开始不一样。以前我在工作是拢做拍拼做工课，以前我在工作我在当业务啦，以前我做的工作就是找那个钱很多的。因为阮业界拢会知影讲哪一家药厂它的待遇怎么样啊？但是待遇越高的药厂，它给你的压力就越大，你就爱做认真咧做拍拼做的啊。你做袂到，伊就一直甲你盯，一直甲你骂啊，骂到你挡袂掉啊。较早我拢找迄种公司，因为迄种公司钱可以赚很多。以前我是喜欢赚钱啦，因为赚很多钱可以让家庭的小孩子生活得很好啊。家己嘛让过较舒服的啊。以前我拢这种心态啊。因为咱修道嘛，赚钱你就是要拍拼，就是要认真嘛。我一直要保持这个观念，所以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很拼命、很认真的去做。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啊。等到我发生这件事情以后还没有，就是以前我是拍拼赚钱啦，后来我去客户家客户家他们有的在开店啊，我都要听分享开店的心得啊。他们就会说他们开店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啊？我感觉开店好像比我安尼出来外口安尼拼到要死更较好谈，更较轻松。我就后来我有说我以后也想来开一家店面的念头。然后我就买店面就开店。就现在我在顾的这个店啊。经过这件事情，我过来听刘讲师讲课之后那个心我开店之后那个很想把店里面的生意做到很好那种心那个以前那个心很大。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无像较早那样以前我现在就刚刚讲我每天固定有收入，我小孩子的学费我付下去，水电什么生活开销拢过了会过，逐工爱轻轻松松，我感觉安尼嘛袂歹，免拼到要死，逐工拼到大粒肝细粒肝。现在就是那个心境上的一个改变啦。因为以前我打拼，我已经有买了2间房子了，我有2个小孩，我想说，一个囡仔一间啊，我搁买第3间，第3间可能小济再2个囡仔为着要抢这间，抢到冤家，像阮娘即摆不是安尼吗？所以那个心情就慢慢的改变下来了。这是我做望远方向这5年来的那个心境上的，那。身体上也有变化呢。我的身体上的变化就是力气变得很大。以前我在家里面我那个乡下我爸爸的那个兄弟他们是在种田的所以我那家的米拢是对乡下一种好我就规地那个大地的米规地都摸来阮家阮拢一届拢载足济拢载4、5地、5、6地食做半担1担安尼所以。米再来我就爱甲阮爸爸去搬米较早阮爸爸拢讲饲你这做无效的，咧搬1、2地你就伫遐咧拖袂叮当伊拢会笑我无力啦。因为我弟弟是咧做迄个瓷砖的若搬米我赶紧叫伊来，叫阮小弟来，我讲甲你搬无才调搬，叫恁弟弟来，安尼才有才调。以前是这个样子足神奇的，我这5年了安尼往远方向一直做我才变足大我当咧搬米的时阵阮爸，我会感觉敢是阮爸较老啊？因我感觉伊最近咱较软力无啥力安尼阮爸嘛讲，看我力气变大起来，讲可能我老无力啦，无像少年遐有气力啦。后来就拢要搬米就叫阮弟弟来，阮弟弟就甲我做伙搬嘛。我迄店面有个柜台柜台大概在腰部这边啦。我米若要搬去2楼就爱。扛起来到迄个腰部这边，大概在胸部安尼才吐会过，才搬去2楼即我教阮弟弟咧搬，我弟弟是咧做文彬大家应该知影，伊咧做迄泰鲁的生意伊常常咧搬迄泰鲁迄足重的，
我甲阮弟弟咧搬，我就做头前，我就来涂，到迄个柜台时，我就来夹到胸部，搬过来哦。阮弟弟伫后表看咧，都吐无啥起，我讲你是安那今日无食饭呢啦？那个明显感觉家己迄个力气变得很大，这我刚刚是望眼放下练的结果，那身体上，身体健康，所以迄个改变，迄个力道变大。还有前几个月我迷上那个剑辉啦，因为我店面剑辉只有5楼，无的前面的那个7楼，前面7楼袂使种伤济，我拢要搬5楼的剑辉啦，我去买那个4个花盆那4个花盆那个头短大概20-30公斤重嘛，20-30公斤，我想这4盆嘛，我刚礼拜天有时间去挖土嘛，一间。我想可能我多一礼拜搬一盆去你楼顶已经搬一盆去，应该20-30公斤，迄足重的，迄底下安尼要扛起来就感觉重我按算讲一礼拜搬一盆，拄4礼拜爱搬完结果那个礼拜天下午，我就去土整的，就第一盆搬到楼上去奇怪，那无感觉讲真重安尼然后我讲还有时间，无免拖到4礼拜啦，就过来挖第二盆结果那一天下午，我把4盆盆栽土地满拢搬去楼顶即摆阮老婆讲，哇，你那当时变安尼大叫有力我讲我很惊讶，我嘛唔知，当然那4盆当然是手够深的啦，这就是那个力气，我感觉明显变大了。我平常时拢无咧做粗重的工课嘛，我在店里购药局，加拿一支笔来比足轻的无定咧训练啦，既然有法度有这大的力啦，然后身体也感觉明显的变柔软，以前我要这样弯下去，手要摸到地上摸不到，现在明显都弯下去就摸得到，以前我洗澡要抓背这样抓全部都抓不到现在拗过全部拢安尼摇，全部拢摇会到。然后就是那个我讲的那个不痛啦，那个不痛我无想刘讲师讲去挖脚底的不痛就是不痛我感觉到可以到不痛，那是就是在洗牙的时候。以前我都固定车半年还是3个月我会去牙医师那边洗牙，那个洗牙敢是有当洗到足酸的所在酸到要死有当喙齿你若小可揪底下用迄水咧甲你钻好，我嘛疼甲互你挡袂掉。较早我感觉是安尼，伊较早牙医师是我朋友我定洗，我捌洗到一半，我讲好啊，到这就好，我无爱阁洗了啦，阁洗了这条命都无伊，迄真正真艰苦然后我最近我带阮小孩子去看喙齿我想我先煞来洗一下喙齿足久无洗喙齿那个牙医师就跟阮儿子女儿讲，你爸爸最胆小了，等下你来看你就知，就开始甲我洗喙齿奇怪呢，伊只甲我洗，我感觉有水伫遐转拢完全拢袂酸完全拢袂疼，我想着讲，这可能是刘讲师我教望远放下那个不痛那个不痛的那个功效产生我就有问刘讲师跟我讲，对，这个功效产生。再来就是比较那个灵异的，本来这个我不想跟他讲，上次我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灵异的啦，这个我在家考虑很久啦，本来我就想讲无这卖讲好这讲出来这刚刚真奇怪，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刘老师刚好在楼下，刚好没有人，我就走进去嘛。就有跟刘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上次不是要讲心得吗？我说对啊，我说我有做笔记呢。我顶礼拜要等要讲的，你也无甲我叫你安尼我当作你惊着唔敢来。有2个礼拜无来嘛。那个第1个礼拜是我老婆他们公司办活动，我无法度来。第2个礼拜是以前阮迄个业务节经理要叫女儿，我去互请。伊讲我当作你惊着我唔敢来我讲无，我做笔记我顶礼拜有做笔记的我想奇怪你若无叫我起来讲，
哦刚好是谈到这点嘛，我得来把那个我做的笔记拿出来看嘛，我就跟刘讲师讲说，我上个礼拜做的笔记，跟我这礼拜回去我又有做笔记嘛，我这礼拜做的笔记就是段落就是到这边啦，我就说我先练预演一次给刘讲师听，看安尼干没塞。然后就讲到我上个礼拜本来我不想做的笔记，刘讲师说这可以讲啊，这个怎么不可以讲？我说这个讲出来真奇怪呢。既然可以讲，我就讲给大家听啦。大概在今年1月份开始因为我现在已经练成每天做望缘放下的习惯，我做的时间大概都是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大概都练差不多这一个时间啦。我最近从1月份开始我就开始听到无形的在讲话，幽冥鬼魂在讲话，神明在讲话，到最后佛在讲话，我都听得到。当然他来的时候不会表明他是佛但是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我已经听到大概快半年了。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我不知道那是佛在讲话。后来4、5、6月，我才慢慢知道说，原来这是佛，这是神明，这是幽冥鬼魂，我开始那个可以去分辨啦。拄开始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遐讲一句遐讲一句你嘛遐讲一句就是有那个临界的东西，常常有咧讲话，我常常听得到就对啦。后来就是慢慢可以去分辨说谁在讲什么，谁在讲什么了。就好像上次顶老师来我家，你说文旭，你这半年来好像都没有来同一宫走走，我就跟顶老师有啊，那个老师有来叫我顶老师讲说，对了，我们老师最关心大家啦，然后这场关心大家会来找我们啦，然后我就跟顶老师开始聊天嘛，他就跟我说，你们那个训文顶老师来都会讲鼓励的话，训文你们要背你们要做那个笔记然后以后你们讲课才好讲他讲，我就跟顶老师那种感觉就讲，你要赶紧来补堂你拢爱无来袂使啦，你爱赶紧爱回来进修我甲顶老师讲，真的呢，老师真的有来找我呢，顶老师就愣一下看我一下。我就把那个情形跟大家讲。我晚上在做那个望缘放下的时候我用这8点经济40分啦。还刚满知啦，因为我常会听到无形的在讲话，已经习惯了，本来听到就惯习我只会对我老婆讲我老婆拄开始的时候伊拢讲你是有发烧无啦？你爱带你去病院刚开始我嘛是模模糊糊我讲奇怪，我是安怎会听到这听到我不爱听，伊嘛是拢喺声语来我嘛无法度去阻止我就听就听，反正听尔袂安怎我就每天还是照样做每天在做望缘放下的时候，听到比较清晰，没有做的时候也会听到就是断断续续啦，有临界在讲话我就听得到就对了。有时候在同一宫仙佛讲话我也听得到，然后那天我做望缘放下，做身体突然开始发热，规身躯拢烧起来我脚甲脚趾头甲这全身甲头，全身都发烫奇怪今天哪会安尼？心里就在想他就开始有那个临界的声音但是这次是在讲道理，讲咱修道的那种道理啦，像这是像你既然在讲道理，我就注意听全身就一直发烫，一直发烫然后讲到最后，那个临界的就说，文旭我也是跟你讲你在那个同一宫听刘讲师上课现在只学到皮毛而已他肚子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还没有学到你要再回去听心理心法。为师，这个老师。当下我就讲这老师我就较紧张啦，因为他通常临界讲话我都不会理他，也不会跟他回应听就听着，我动作我不听到就是听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刚刚这可能是老师来跟我讲我自己也半怀疑
好，然后我又请教刘讲师，刘讲师说对，那个是老师来跟你讲的。然后后面我不是说我对那个临界来讲话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我上个礼拜回去因为我在车上我对我这半年来一半相信一半家己嘛怀疑，我就提出来跟刘讲师请教啦。伊讲对你这个真的是听到。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女儿他现在眼睛近视嘛，他去看眼科啊，他一看眼科我就进去然后那个护士小姐在搞完儿子女儿量眼睛啊，看什么啊，或者在底下坐着，突然旁边就有那个无形讲说你是安那会等的这种代志。因为阮厝嘛有咧拜神明啦，伊讲无就咱要掠鸡啊，掠袂成啊，就要甲糟蹋啦。讲着这就咧讲我嘛，这真正，迄阵这是较之前大概第1个月、2个月、第3个月之前，我较模糊的时阵，我迄阵是咧办怀疑这敢是无形在讲话。我刘讲师问讲这是不是地基主？刘讲师跟我说，那个地基主就是当地的警察。伊咧问讲你是哪带拄着这种代志？然后那个无形讲话是很多啊。我讲一些比较对咱较有迄个教育意义的啦。那个大概上个月我就去日月潭。跟我家人到日月潭去去住饭店啦，去2天1夜啦，然后我们就到日月潭去嘛，日月潭现在起拢有咧坐船嘛，那个坐船坐船也小岛宾馆有一个玄光寺啦，玄光寺上面还有一个玄奘庙，玄奘庙上面就供奉那个唐三藏的那个舍利子啊，有一颗舍利子在那边供奉嘛，玄光庙迄个。三藏庙供奉舍利子要爬山爬很高嘛，我问我儿子女儿要不要爬，他们都不愿意啊，所以也靠一个玄光寺，玄光寺是比较早，迄个三藏的舍利子迄是较慢才去的，我就去玄光寺遐，因为迄阵日月潭即摆足侪拢路客规个客满满拢是人啊，足侪人就对啦，伊也没有让你拿香啊，就是大家那边有个拜殿就跪着跟人家用手拜一拜啊。然后拜一拜之后然后那个无形的，我又听到说，你是安那等你是什么代志啊？因为我拄着这嘛，人的神明要掠鸡嘛，然后讲一讲，他们就跟过来了。跟过来，想要被跟过来，他就要保护我们一家人啊。他为什么要保护我们一家人？他们那个神明足奇怪。你去这间庙你去拜拜，他们足紧的，伊就随甲你查你这个人平常处事为人，做好做歹，你是咧做歹代志，还是你平常时拢咧做善事，他们马上会跟你查伊就随知影你这个拢歹人，你做歹代志，这较莫去庙的，因为这是我知影的，伊会甲你交谈伊讲你这歹人，你这为非三者，你这。伊会甲你交谈互你诸事不顺啦。你若平常时想讲，咱有咧修道有咧迄个嘛伊就讲这是好人伊就甲你保护。我去迄个玄光寺要拜拜了他因为我现在可以感应到这个，他就跟着我们，我们去坐船啊、游湖啊、遐个老街啊去食饭啊，中昼阮伫遐食饭那个我们去一间餐厅，那间餐厅是比较便宜的餐厅啦。他卖比较便宜所以生意做好诶。里面拢客满满，足侪人诶就对啦。我就行入阮老婆讲，这敢有位，这客甲遮尔满，剩诶较贵诶餐厅，迄拢无啥人啊。阮老婆讲无，卖这间好啊，来别间啦，这后可能找着位。然后我们就走进去我看一道伊已经食到要了啊，对啦。我就讲无，遐要一道食到要了，阮伫遐看我甲我老婆讲无咱来坐来等遐。刚好要等遐时阵，有咧大道的人一半会走。伊讲阮老婆讲无这找人并桌就好啦。讲要找人并桌，本来要去并桌遐坐我头才我过，迄个食要了讲难走啊。我赶紧来跑，我来占迄位。伊迄个较细道但是可以一家人这样做做伙食饭啊。拄开始我嘛无感觉是啥，我就坐食饭食煞，阮就去逛迄个老街，然后老街逛遐
日月潭那边出产哦那个阿萨姆红茶，遐有一间咧卖阿萨姆红茶，外口排足侪人的啊，然后我就去排队买阿萨姆红茶，伊内底有那个一桌一桌的那个椅子桌椅，拄好有一道拢无人坐，迄道拄好迄一头拍着，迄坐迄道的拍着日头啦，迄道无人坐，厝内拢坐满啊。无法度啊！你要坐位，你就是爱去遐晒日头啦。阮儿子女儿就，阮就入去遐坐啊。我讲我刚好想上厕所，我去外面找个厕所。今麦我出去找哦，找，今麦上完厕所我回来了那内底拢无半个人，所有的那个桌子拢无半个，拢人走了了就对哦。我婆已经刷去别桌啊。我讲你那拢无半个人啊？伊讲我知，我坐就一时大家拢走啊。大概啉也不爱啉，也是啥的，快快的走啊！我去，我就知影讲那个玄光寺的那个神明在帮忙我们。因为我去遐无位通去坐，伊家这人讲恁先去别位，先去别位。所以去的时阵，大家拢走了了啊！这是较灵异的。后来我们一直游玩到要取车，我们去塞车，等来时那个要取车的时候就要。到了那个饭店门口，我们去塞车，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我们家的神明有跟着我们嘛，就听到他跟他们讲说，今天非常多谢你们，你们今天一直跟我们快要几乎一整天了，让你们很忙就对了，恁做无用的啦，安尼甲阮照顾规半天啊，讲不会，甲恁照顾拄好尔，以后有用恁个倒转来佚佗，然后他们就回去了，然后回去了之后，因为那个日月潭旁边有一个环湖的那个车道嘛，外面有一个环湖的车道，那我就塞车坐那个环湖的车道啊，环湖的车道就到了那个，遐就一间最出名的文武庙啊，拜那个关圣帝君，甲迄个岳飞，个孔子就是文嘛，关圣帝君跟岳飞就是武，然后进去我嘛是拜拜啊。然后我就听到因的神明，他们就是因这就是安尼啦，你若入去因就会甲你查，你若去遐拜，伊会查讲你这人做歹安那什么代志，他们就马上做厉害呀，他们有很多那个兵将，他们甚至会去领导什么代志拢甲你查出来啊，伊就知影讲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阮拜回来，我就知影讲那个神明就跟着我们一堆对到阮厝跟到我们家他这边就是要来给你保护啦，保护到恁的厝啦。然后到我们家，隔天我伫个阮的阳台遐是拄咧浇花的时阵那个文武庙的神明就照来，伊就讲，阮迄个关圣帝君讲阮遮互恁带来这兵将阮无要带转去啊，这互恁留咧用。我听到安尼，我嘛觉足惊讶啊！因为阮只要拄着这个代志嘛，因就是要来处理嘛，这留互你用，所以我就伫遐想讲，咱的迄个南极老先生咧讲的真正有影你念念清净纯善善良的人诸神庇佑啦，邪恶之人诸事不顺啦，因为做了歹，伊拢会甲你糟蹋啦，你也善良，你也做了好的人，你也都受到这些神明的庇佑啊。阿哥还有一点我想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啦，有些那种无形的伊是做派的，那个无形的很凶他才不会管你有没有求过道，是点燃师还是讲师，嘛不会差别公司点燃师讲师啊。只要你心地不善良，他们就会整你；只要你心地不善良，伊就给你教他了。只要你是善良的人，他们就会帮忙你。这个严严诚恳，我们平常要做的严严诚恳如漆啊。后来我不是说我可以听到无形的讲话吗？我第一次就是放眼放下的时候，老师来我们家嘛，我老公那是第一次。后来老师不是来一届尔呢，有当一天来3遍呢。然后老师来的时候，想要来阮家，因为我拄到这种代志嘛，老师就要来处理嘛。老师来会跟那些无形的讲话，我迄天刘老师叫讲心得，我回去我就想讲，无把这写起来，跟老师讲过话写起来。
讲出来给大家听。我请示刘讲师说，这根本在讲，用可以啊，怎么不可以讲？我有写起来，我就这样练给大家听啦。想要修成佛，要历经千辛万苦的，那才值得人朝拜。你会在蛮干苦啊，老师这样对我讲啊。你都听为师的话，你的事情为师绝对跟你负责到底。这听了就窝心的啦。还有刚才就是刘讲师的肚子还有很多东西，你只是学到皮毛，继续去上心理心法吧。再来是有当时我伫咧店里面有当无生理就听着老师在那跟我讲啊，你每天都没有在浪费时间，因为你的工程一天一天都在增加。老师来阮家给我处理一寡这代志啊，就神明就问老师啊，就问阮家这神明啊。你们怎么可以请到济婆来帮忙啊？老师就跟他们说，我不用你们请，谁真正修道我就帮忙谁。老师就这么跟他回应了。以上就是大概这5年来的一些心得，跟大家报告。谢谢。各位德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家好。佛学人道天师的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诚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这个难得就是上个礼拜也休息，下个礼拜开法会我们也停课所以中间我们就讲这个心经。因为我们最容易这个记诵背诵的就是心经啊。可是我们对心经的了解都不太透彻。一般呢，虽然说很会背诵，并不知道它里面这个什么含义。那我们呢就是从最底下那个小文字看这个心经的经文全部只有260个字。它呢却是释迦牟尼佛讲22年般若，这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260个字里面。因为阿含呢讲12年，阿含12，方等8，方等经呢讲8年，22年般若谈讲最久，然后到最后妙华涅盘共8年所以22年的般若是最久。那为什么会般若讲最久呢？因为我们凡人容易住相，那般若就是破相，就是把形象破除因为形象都是妄，然后要显真，要把真的显现出来。那我们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的认识可以说大部分都不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研究了3年多了，都已经知道。可是很多的道亲等于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还不知道，以为说我们日常用的心就已经是了是真心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不知道呢我们日常所用的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不是本体，是作用。可是我们没有探讨，不知道本体的状态。那我们已经研究了3年多各位有没有对本体认识假如说再不认识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我们都一再的讲一再强调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然后我们日常所用的四心它是使以生灭很快生，很快灭，生灭生灭不要把生灭的心当成真心，那个都是生灭心是妄，使以妄不真，真的呢就只有佛性本体。所以一定呢要对佛性本体彻底的认识。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才一致
我们用凡尘在生活的四心啊来修道，修不成道，因为四心都生灭，那佛是不生不灭。那我们想用生灭的心啊来修的话，因果不一致啦，不会成，不管再怎么久都不会成，几生几世啊也不会成，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佛学就讲，不生不灭的真心啊，跟我们生灭的妄心是一体，可是它两面。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一面啊，不用，所以不认识。不认识呢，就以为没有，他又没有形象，显不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以研究，研究以后啊，就会很这个透彻，而且很亲切的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呢，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应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会造罪。不会做错，所以啊，修起道来啊，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很快乐、很逍遥，没有烦恼。因为四心啊，我们住相烦恼就来。那我们真心啊，就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啊，烦恼没有了。没有烦恼，我们就进入一个绝对的那个境界。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这个心经啊，因为它含义深远，所以一定要深入其中，彻底了解，知道它的意思。所以经不尽言，就是我们心经里面没有几个字260个字，所以不尽言。没有把所有般若全部都讲出来，然后言又不尽意，260个字没有把全部的那个意思都来阐述，讲得很透彻。然后我们深刻呢体会不在文字表面的精髓所在，不是在文字表面，而是在文字的背后，在文字的背后它有非常好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这个背诵心经很快，260个字大概50秒就可以背完，那我们呢，假如说不知道意思，那太可惜了，就会浪费。那我们呢，深入其中的话，会让这个真正的真理就在生活之中。那么让此精华，般若的精华呢，在日常生活之中，融入我们的性分，我们的佛性之中，然后养成习惯，如此呢，我们生活之中全是佛性本体在当家，不是我们的六根呢，在当家。那么所有的脾气毛病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规划。已经规划呢，到佛性本体回来，那么四大假合的身体归还给天地，就没关系了，佛性本体跟整个宇宙虚空呢，合而为一，逍遥自在，不受拘束。那么如此的状况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到，我们还生在凡尘的时候就要做到。死了就来不及了啦。我们假如说没有做一口气不来，我们没有路没有路可以走。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做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的道路，都是我们佛性本体。那所以宁可生前黄死路，莫待死时后为迟。李天果位还成立，时时检点莫蹉跎。这个我们也时常提起说呢这个生前要防死路。各位有没有做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全部都是用佛性在当家。那我们呢现在就开始讲这个心经的本文。
那心经呢，我们都是省略的说法心经。那么它呢不省略的话呢要讲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样才是它整个那个经的名称啦。那摩诃呢就是广大简单呢就说大大就是摩诃大到已经无外，没有外了小到没有内，就叫摩诃啦非常的广泛超越啊我们呢这个太阳系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包含叫摩诃。那般若啊就是我们妙智慧本性所具备的妙智慧，就是般若我们呢在这个凡尘所学的那个不算，那个叫聪明啦所以般若啊是我们拼除了凡尘的所有一切它才会呢生花，才会出现所以这个般若是佛性本体呀所有妙智慧。那有时候啊我们就会把般若啊就当成我们佛性本体因为它是妙智慧，是实以智。那我们的佛性本体是实以理理智一如，理跟智合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会用般若来当成佛性本体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凡尘学的聪明不是是佛性具备的。那因为有般若有般若的妙智慧就可以到达波罗蜜多就是清净的彼岸就是清净的境地已经到达没有对待很祥和那一种状况，叫做波罗蜜多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波罗蜜多是很理想的状态这个印度人呢，他们会讲这个已经事情做完了就会讲波罗蜜波罗蜜，好像或许有到过印度去生活他们每做完一件事都会讲波罗蜜或是已经回到家了波罗蜜，就是已经很祥和那一种状态叫波罗蜜那我们呢，因为这个佛教呢都会讲凡尘是苦海，所以呢会说到彼岸，已经呢到清净的彼岸已经到彼岸了，很祥和了没有这个受苦了所以波罗蜜多它心经是我们的心要来经历这个经就是径路径就是一条路径，心要走的一条路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蛮关系重要了我们修道就是修心就是修性心性一定要透彻认识要知道所以这个是它的经的名称经名。那么底下呢就是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用名词来对待它的话，那对我们的帮助就不大。可是假如说我们深入它的真理领域对我们就很大的帮助因为有时候假如说我们有看这个市面上所注解的那个观自在菩萨有的说就是有一位叫观自在菩萨，那么有的就讲说呢观世音菩萨这样也可以不是说不行，而是说它对我们的帮助就有限。那假如说我们深入我们呢现在就讲里面的含义。这个观就是看，可是这个看不是用眼睛，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来看用心来看观
然后自在菩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良能，就是呢我们的真心佛性本体。所以用心来看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佛性本体这样呢对我们帮助就很大。因为那个自在自在有10个10个自在。第一个呢就是寿命自在，寿我们要活得多久或是要短一点要想回去了，可以自由自在寿命自在。第二个呢就是心自在，我们的心自由自在。这个大概各位先生，心是不是我们自己掌控？是不是？请问现在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自由自在吗？好像有很多的不可能所以我们了解到，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回来看我们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所以没有办法让它自在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这个让呢我们的心都能够自由自在都不会超过规矩都不会逾越真理，都在真理里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财自在。这个财自在要用钱就有钱用。大概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啦那个寿命心还没有那么现实可是这个财就很现实这个钱财虽然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在累世之间都已经有行善，都有布施，所以这一生这一世要用钱就有钱都刚好可以用刚好可以生活所以呢这个第三个财自在。那第四个呢就是业自在。业就是身口意我们的身口意就叫业业咱做业做我们造了业就是身口意造的。那身口意这个业都能够自在自由自在。这个要我们自己切实的做才会知道。那第五个呢就是生自在。这个生自在就是我们要这个出生在哪里，要出生什么形象都能够自由自在。前不久呢或许听到呢这个道亲讲，所有这个马来西亚的道亲到台湾来访道就是来学习然后这个假日就带到了那个观音山那个最高的硬汉岭。那到硬汉岭去因为那个很高可以看到那巴黎那个港口台北港也看得到台北地区从那个高点也可以看到因为贪着看景象就忘了下山，没记得讲要落山了。然后这个山上没有路灯一入夜了以后这个没有路路都看不到路可以走可以下山。然后他们就很虔诚的，老师拜托老师我要下山各位前人，假如说我们遇到那个状况会怎么样？也一样请老师。因为马来西亚到我们台湾来，对这边的地理环境不熟，然后他们已经是在最高的地方往那个四边看都很清晰要下山呢看不到路不敢行，又是女孩子就比较担心
这个时候竟然有一个男生拿手电筒，然后照路了，讲恁带我行，我带恁落山，就是我照你们下山。他们心里面都在想，怎么在最高的地方看都没看到人，现在怎么突然蹦出一个人出来啊？各位学姐，那个是谁啊？就是生自在啦，他已经呢，就是啊，随时都可以啊，千百亿化身，所以就用手电筒照出一群女孩子带他们到山下，带他们到山下以后不见人了啦。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以前或者是时常讲，说你去那个沙漠这个行走的时候，又是热啊，又是口干舌燥，然后啊，怎么突然发现有一棵大树，很高兴啊，赶快到树底下去乘凉，然后啊养足那个体力的时候啊，又开始又走路。然后当他们走了一段路啊，回过头看的时候啊，那个树不见了。那个是什么？就是生自在。所以啊，你修正了以后啊，可以生自在，而且不一定是固定的人的形象啊，有时候也可以啊，变成那个小白兔一种动物啊，来带人走路。你不知道怎么走，它突然跑出来，一直跑给你跟啦，你跟着它爬，跟着它走，就可以啊，到达你想要到的目的地，那个就是生自在，那我们呢有修了以后啊，一样可以到达生自在，然后第二个啊就是圣洁，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洁自在呢。就是每一个你看到的景象，你都知道它的理，知道它的表现什么，那个圣洁呀，我们也要有这一种这一个自由自在的那个圣洁自在，一看到什么你就知道了，知道了它是什么内容，告诉你什么，那个圣洁自在。然后呢，第七个神通自在，这个我们最需要的啦，是不是第七个？第七个这个神通自在，我们都希望啊，有神通，然后第八个呢，就是愿，希望愿力啊，愿自在，我们的这一个愿力啊，愿自在啊，也是很重要，自由自在。不会受到环境的那个影响，然后第九个呢就是啊智慧自在，我们的智慧啊能够呢自由自在，这个运用的时候啊，什么事情要怎么来应对啊，都自由自在，那最后一个第10个啊就是啊华自在，那华自在呢？就是已经都成就到佛那个状态叫做华自在，所以有自在有10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具备了。各位贤贤具备了几个？有具备几个了？寿命，心，财，业。生然后圣洁然后呢神通，然后愿，然后智慧，然后华有10个自在，所以呢我们呢观自在要呢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真心佛性本体。它具备有这10个功能，可是我们都好像没有让它恢复了，都要够强，还很欠缺啦，所以要努力。那菩呢，菩萨，那个菩就是菩提，萨呢就是萨埵，菩提呀，就是觉，
然后萨埵啊，就是有情，有情的众生啊，已经觉悟了，就叫做菩萨。各位是不是菩萨？是不是？我们不但是菩萨，还是佛嘞，哦，我们都是佛，哦，都是菩萨，所以菩提萨埵，哦，观自在菩萨就是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良知良人，我们的佛性本体，哦，这样是不是对我们帮助很大？那我们用名词的话，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帮助了。我们用这样的意识深入的话，哦，那就有了，哦，有帮助啊，哦，有没有帮助？哦，有实际的帮助，哦，能够回光返照了，哦，各位浅显，我们最难得啊，就是回光返照，我们精神都外放了，所以当众生，只要你肯回光返照啊，你就可以成道，就可以成佛，哦，是不是不一样？哦，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哦，就是要回光返照，哦，我们呐，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就是自在菩萨，哦，这样会了吗？那么底下这一个字啊，假如说我们念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念行就表示你还没有实际的做了。你只在希望的阶段。那假如说念恨深啊，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你已经做了，而且有功夫了。各位念什么？念恨还是念行？那么快真的都念恨了都那个恨在我们台湾话来讲，就是行啦，道行，你有道行啊无？修足够有道行拢有啊，所以啊，用台湾话就很传神，就是啊，已经啊实际做了，有功效，恨深，已经实际的做，而且啊，那个深呢，就是时间很久，功夫很深，恨深。那依照什么呢？依照般若，依赖啊般若，在行持的时候啊，就是呢依赖般若，依赖我们啊自性的妙智慧，是我们本性呢所具备的，不是呢我们有身体以后啊去学来的，不是，我们要启发般若妙智慧啊，就一定要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你能够呢万念都放下了，般若呢才能够呢出现，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啊我们已经3年多了，对不对？到下个月26号就4年了，已经4年了，我们已经研究4年了，时间久不久？很久了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实际的做假如说能够实际做就能够呢跟这2个字恨深都是用般若般若妙智慧各位有没有启发般若啊？所以各位就可以体会了。为什么我一开始来这边讲课就敢给各位提问？我又不是学的那么多或者都讲国民学校没有毕业证书了，没有，那怎么敢给人家问呢？问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敢？就是般若因为或许呢，当各位提出提问的时候或许一定非常专注的在你的问题之中，你一问完马上答，那个都完全没有经过我的那个思索，没有，都是呢用佛性本体的那个妙智慧在答，那个都不是我在答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就是启发般若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都一定要。那我们只要啊，你在平常观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你遇到事情，事情一来了，事来则应啊，你的般若就可以呈现。要怎么应对啊？你的般若啊就可以自己出来。这个要怎么应对才符合真理，才不造业？那个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它会呈现，而且一定要一段时间呐、不是说我们马上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马上就有般若妙智慧，可能没有那么快啊。慈悲根基很好，像六祖一样啊，他都不用研究就会回答了，对不对？大概都讲。所以我们用自己啊佛性本身的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重要，只要般若你能够启发，那你的定力呀就一定够。因为那个整个啊都是佛性里面的那个东西呀，你的般若有了你的定力自然有，所以遇到事情你不会手忙脚乱。那个轻重缓急呀，你马上判断，马上要怎么应对啊，都会。这个就是啊，我们本性里面的般若妙智慧啊，在应对。所以哥一定要啦。无我国民学校都无毕业的，为什么敢？就是这样。就是平常啊，尽量的，你有空闲啊，就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你在生活之中，就跟你的佛性本体在一起，跟你的佛性本体在一起，遇到事情呢，你就用佛性本体来应对。那这样呢，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啊。我们有取舍啊，就有造业。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啊，我们就会越来越轻松。各位修起道来是越来越轻松呢，还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那什么原因呢？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住相，住在形象住在那个名分、名气。只要我们求名求利啊，我们就会越来越烦恼。越来呢，生活越不如意呀。只要我们都放下，这个妄的东西呀，都把它放下。你能够都放下了，自然而然你都很逍遥自在。那个逍遥自在不是要等到我们这个这个归空了以后才逍遥自在。是要在完成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呢要逍遥自在。所以各位呢就是要了解那个般若重要。所以啊，为什么后学一直讲说呢？这个心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22年般若的经法。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破相显真。把所有的妄相都打破，把真的佛性本体都显发出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呢一般生活呢，我们都是用妄，都是在形象。形象它一直在变化。看我们的身体呀，一直是新陈代谢，就直直捞。我们抓得住时间吗？抓不掉对不？一年一年直直过啊，就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尤其在我们还可以主宰的时候，启发我们佛性出来当家。不要让六根当家啦，六根当家都会造业，我们要受苦。那佛性当家，不造业，不受苦，当下解脱。所以这个很重要。各位一定呢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启发般若的重要。为什么佛讲那么久？就是因为破相不容易。
哦，只要我们离相了，各位浅显，哦，记得离相哦，就叫做佛了。离相名佛，容不容易？很容易记呀，哦，不是说很容易做了，是很容易记得住。只要你离相，你就是佛；你住相就是众生。啊，因为我们都住相了，所以我们都当众生，哦，对不对？哦，不是啦，我今晚不是众生，哦，已经佛啦，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要成佛呢，要自己努力啦，哦，把我们的那一些啊，这个脾气毛病啊，不良习性啊，都去掉，因为佛性啊，没有那一些东西呀。那把佛性所没有的去掉，所有的让它回来，就这样子而已啦。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只要你能够有般若，你就到清净的彼岸波罗蜜，就已经到达了。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所在，起发般若。又不是困难，观念放下。一念不生，你一直做久了，自然般若就有。因为我们是准备一堂课就把它讲完了，所以这个浅显都一直在跟我数那个时间呐。那照见呐，那个五蕴呐，皆空。只要我们有恒生的波罗蜜的时候啊，我们呐就能够照见。这个照见就是限量。我们在凡尘啊，我们都是用比量。这个有三个，一个限量，一个比量，一个呢圣言量。三个。各位有听过吗？我们呢，限量啊，不经过思索，马上呢都了了分明，那个叫限量。比量呢是经过思索，经过我们的脑筋呐，一思索，你听到外面有车声啊，有人，我们没有看到人呐，可是知道那个车一定要人开，所以有人没错，那个叫比量。各位就可以了解啊，我们在生活之中用啊。是用什么？我们都用比量比较多啦。那个限量真的要修，修的时候才有办法。限量。所以我们就是要修到限量证悟之道，限量证知。那已经成就了。可是我们都要经过比量以后我们才知道意思。那个是说我们在凡尘佛性本体还没有发挥，都是呢用佛性的功能作用，会用比量会知道，那我们限量是佛性本体，当下就知道，所以那个照见就好像我们照相一样，去掐那个已经定格了，把那个形象已经定格，已经呢都呈现，照见。就是限量的正知。那么五蕴皆空各位前也就了解到，我们上过这个《楞严经》我们把这个五蕴讲得最详细，有没有？讲到最后的时候也都是那个五蕴，就是五阴色受想行识，都是呢这个五阴。所以我们只要有启发般若，然后我们就可以照见，当下呢就可以知道五蕴全部都是空的。那五蕴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那五蕴皆空，都是空的。可是我们呢我们众生都是把身体当成真的，不知道它是空的了。各位知不知道身体是空的？知道了还没承认
知道是空的啦，都是要还给天地的，哦，都知道了。可是哦，这个中间的构成啊，都还没有很透彻熟悉呀、它是怎么样一个空法，它是怎么样空，都还不知道。所以啊，我们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佛经里面啊，一再的强调，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就是不要五蕴，不要蕴积呀，我们不住相，那个色蕴啊就没有。我们呢，不要去把凡尘的万象万事都当成真，然后我们就不受。那不受以后啊，想就没有，没有想啊就没有行，没有行就没有识，所以五蕴呐，就全部真的空了。可是我们现在啊，那个五蕴呐，都很实在，因为色就是我的身体，实实在在，然后受想行识，我感受到外境给我的遭遇，都是实在。所以受也是实在，然后由受呢就产生想，然后有想了以后啊，就有行为，行为了以后啊，留在记忆啊，所以五蕴啊，我们都蕴积啊。那既然我们都蕴积了，会不会现象？就好像怀孕啊，会不会生出来？就一定了啊，时间到就生出来啊。那我们都蕴积了，时间到了就现象，所以只要我们不蕴，没有五蕴啊，就不会现象，就不会在凡尘啊，受苦。所以呢，很重要呢，就是五蕴呐，我们不要蕴积，因为是空的啦，这个啊，我们身体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不是我们的。没有一个人啊，可以把这个身体保持的永远都不会灭，没有人呐，都一定会灭，早晚一定会灭，而且还不久嘞，不要100年，这个100年以后啊，各位先生，我们还在不在啊？都不在了啦，去哪里了啊？我们都不研究，不研究说我们啊，这个身体还给天地以后啊，我们去哪里呀？要像六祖那个样子哦，我知道啊，我要去哪里呀？不知道的话，我怎么跟你报告呢？有没有？所以往后啊，我们要到哪里啊？我知道啊，我跟你报告啊。各位先生，要到哪里？我们凡人不研究的话，都到地狱去的啦。那我们研究以后啊，我们跟整个虚空融成一体啦。那融成一体整个虚空都是我们道路啦。宽不宽广？很宽广。可是你只要在生的时候啊，没有把权柄交给佛性本体，是没有办法这个一口气不来啊，真的哎呦，我要行在倒，那个时候假如说还要家属赶快烧大把香，请老师来带，那就很可怜了，因为修道都没有把握了，那我们在生的时候啊，要修到自己有把握，就是日常生活啊，都是佛性当家。那身体啊，四大假合，水火风土还给天地那我们整个佛性本来就当家了啊，走东往西自由自在，那个时候一样，走东往西自由自在，这样知道吗？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凡人都没快惯你都是这样了，糟糕等到你这个身体不好了，每个人都会都会走到那一个阶段要跟凡尘拜拜了，那个时候哎呦也没了，我都也没修的，那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一定呢要在生的时候
就请佛性本体呢出来当家。所以只要我们这个限量已经也知道，我们身体都是假的，色受想行识啊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就能够呢度一切苦厄。度呢就是超越啦，超越一切的苦，那个恶是灾难，超过一切的苦，一切的灾难，全部都已经超越了。那么底下呢，这个舍利子，那很多注解就会说，舍利佛，那一样啦。假如说用名相的话，对我们帮助也不大。那我们进入其中的真理，色就是房子，粒子就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所以这个色就是我们的身体，粒子呢就是精神，在身体里面的精神，舍利子。那我们呢，假如说在凡尘能够保持，我们那个精气神都不消耗。那我们一过世去火化，烧出来呢，一颗一颗珍珠那个就叫舍利子。可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啦，各位有看过吗？舍利子，那个舍利子还蛮多啦，那个山上的舍利子在日月潭，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呢，他们这个佛教本身有很多呢都有拿到有供奉。而且那个舍利子还是活的，它会长大。那各位就可以了解这个有一点这个神秘色彩。像那个广钦老和尚在南部归空了以后那北部那个玄天禅师那个弟子就是本来那个就是广钦老和尚开的那个庙师。那么这一些信徒有的就没有时间下去那有的有这个时间呢就到南部去那没有办法下去呢就请托了你就给他提几粒回来给我来供奉然后呢他就负着使命到南部去，结果在南部的信徒都已经拿光了怎么办？都热个人交代爱提，无迄个嘛好啦，骨头糊嘛好，这个就用容器就装着啦，装着就回北部了，到玄天禅寺的时候那一些那个没有下去的弟子，你给他提几粒回来，你拿了几颗回来他说还有我们的份无你提啥回来？他就拿那个容器出来，一打开以后竟然真的变成舍利子了。奥没有？很这个神妙真的这真的是舍利子所以这个叫诚心所感你真诚所至真的金石为开有那个诚心真的就把那个骨灰骨头灰变成舍利子这个是我们讲舍利子的另外一个角度了那有的注解都会讲舍利佛可是呢舍利子舍利佛对我们帮助都不大，可是我们一讲到身体跟我们身体的精神那就我们主宰了对不对色就是身体，粒子就是精神说我们身体的那个舍利子色不异空色呢就是身体那个空就是粒子色不异空不异就是一样的意思啦色跟空一样然后空呢不异色空就是色色就是空所以我们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我们想一想，100年以前我们在哪里？空
100年以后啊，我们在哪里？空了。啊，所以哦，你看，我们从空而来，又归还于空，那中间啊有色，哦，是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哦，空啊可以呀、生发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身体啊又要归还给天地呀、空色跟空，这样了解意思吗？色跟空，然后呢，我们会想说在这个现实方面，那现实方面来讲，色就是形象，空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空间。那么形象跟空间各位同学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形象跟空间有没有一样？我们都了解到，色形象很明显，空的无半行，就觉得说差别很大。可是我们走入真理，因为那个天地的形成就是水有风土，水有风土就是天地的元素，它原来的东西，所有的万象都是由水有风土，然后积聚显现，所以积聚显现了以后才有万象，所以我们了解都整个我们这个空间都有这个色在，因为是水有风土，所以我们用现在的那个知识领域来说，因为水。我们现在用冷气机，用的除湿机就可以把水集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空中空气里面有水，那个火更容易，我们身体的温度跟我们现在那个整个空间热，现在真热，这个就属于火，会。水火，那风呢更容易，我们一手不动一手动，就有风了，那个风就存在这整个空间。然后土呢，就是由那个空虚太阳光呢，从空虚一进来，我们从那个太阳光我们可以看到灰尘，那灰尘集中就变土。土集中就叫地，大地，所以水有风土就在我们这个空中，所以这个空中跟色，因为水有风土就是色，然后空中也就是空，是不是已经合在一起？色空不二，色跟空是一，这样知道吗？那个朱熹呢，他说这个色就是我们虚灵不昧的那个灵，然后空呢就是虚灵不昧的虚，虚灵不昧。各位同学，虚灵不昧听懂吗？虚灵不昧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虚灵不昧，不会迷昧，我们的佛性本体不会迷昧，那个是那个知悉夫子讲的，他说呢，色就是虚灵不昧的灵，然后空呢虚灵不昧的虚，虚灵不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空跟色它就是合在一起，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是简略的说法。他假如说不简略的话呢，就应该呢说受不异空，空呢不异受，受呢即是空，空即是受，是不是要很多？对不对？那个想也是一样，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呢，空即是想，多不多？经文就变得很多了，对不对？他说用
亦复如是，就把那个整个意识啊，就包含在里面。这样呢，就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受想行识呢，也是啊，跟那个色一样，不异空呢，空不异色。那么接着这里又有一个呢，这个舍利子。那么这边的舍利子啊，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上面啊是我们看得见的身体。那这边呢，就已经啊是看不见的那个整个啊佛性本体，舍利子，是知法空相。这个舍利子啊，就是法身，以法为身。这个法就是啊充塞整个啊宇宙虚空。所以我们的佛性啊，我们的法身啊，也一样充塞啊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呢，是知法。因为所有的万法都是呢从宇宙虚空呢，然后生发。然后呢，我们了解啊，整个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啊所呈现。所以啊，万法知法呢，就是我们法身呢，所这个出现。所以知法是我们呢这个呈现在凡尘的不管是相，不管是事，都是在里面。在我们佛性的本体里面。然后啊，空相，真空实相。因为我们啊，绝对那个空不是完空，然后相啊，不是假象，是真空，然后实相。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我们的那个法身啊，就是真空，然后呢实相。不会变化的，而且呢，看不到形象，所以真空，实相，所以凡尘的所有万象，跟呢万事，所有一切啊，都是佛性啊所呈现，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啊，是知法空相，它呢，不生不灭，这个呢就讲到它的根源，不生不灭，不垢，不会污垢了，不会被呢凡尘污垢，但也不净，不垢不净，不落入对待，不增不减，它没有增也没有减，再生不增，再还不减，都一样，不增不减。所以我们了解我们法身啊，每一个人都有都一样，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本来就记住，本来都有的都记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啦。然后我们怎样？因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会着重呢，在身体方面，不会呢着重啊在佛性方面。那么是故，就是因为这样，是实以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空中啊，无色，真空啊，实相之中没有色，空中呢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个就讲我们的法身啊，没有五蕴，我们的法身啊没有五蕴啊，没有，没有色。没有受想行识，没有。可是啊，我们现在啊，五蕴啊都很强，所以我们呢了解说，造了很多的业，就是因为我们五蕴啊，很强。那么五蕴呢，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六根。可是六根呢，在我们的法身来讲，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就是六根。我们的五蕴呢，从六根来，六根都没有了，五蕴哪里来？就是没有。所以呢，它一层一层的，一直深入，告诉我们没有，
哦，在法身啊，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啊，哦，没有五蕴，哦，没有六根，没有，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因为蛮重要了，我们在生活都是六根在当家了。现在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的六根还蛮强，很强势啊。我们要启发佛性出来当家不容易啦。所以啊，或者都一直在等什么？等说，哎呦，怎么我没有修道的时候，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啊，那个脾气还很好，然后还很有内涵。怎么现在越修越想发脾气，越想骂人啊，越想这个开口大叫，没人安尼搞我问了，那我就讲。你没有问啊，表示你没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出来当家，所以那个六根啊，它不用反复了，它都在当家的后啊，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一直在等呢，哪一天呢有人问了，我说那真的很恭喜了，你已经佛性出来当家了。因为六根当家久了，你现在突然要请佛性出来当家，那个六根它会不服气呀，不服气它就反扑啊，你要安尼我敢若啦，没有嘞，大家拢无嘞，好啦，六根当家的关系呀，是这样吗？不过或许来讲。这个是反扑，就是你很努力想修道，所会遇到的现象，就是你要请佛性当家，六根不服气。那假如说你用妥协的方式，一半的前病啊，给六根，一半的前病给佛性本体，这样它就会妥协了。然后啊，你只要它有一半的时间出来当家。那个六根它会渐渐的它这个强势啊就丧失掉，它就会想说我是那个功能作用不是本体，我是那个奴才跟婢女不是主人，这样就很温和了。各位都采用这个方法吗？所以都很温和这样就不会反扑了。那假如说你说一定要给佛性当家，这个时候啊，我们六根就会反扑了。那个时候你就自己会感受到，怎么修到越修会越想发脾气呀？那个就是六根在反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这个事？就是这个实际会遇到了。你的理智比较强的一定启发佛性出来当家。除非你是核心理，无要紧啦，好啦，什么当家拢无要紧啦，那个叫核心理，时间过得很快核心理核到一口气不来，还在核心理所以一定呢要呢慢慢的虽然说那个很和谐的状态，可是也一定要启发他出来当家。因为佛性本体当家它不会造业。那我们的六根啊，就喜欢讨厌很强烈，就取舍。你有取舍啊，就是造业。你造了业啊，一定要接受果报。是善业的话有福报，恶业的话有恶报，都一定有果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定理，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了清楚了，就可以妥善的处理，处理得很理想，又可以到达我们希望到达的目标。所以没有六根就没有五蕴，六根五蕴没有了，各位浅显就看底下呢，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是六尘各位浅显，六尘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大不大？大不大？很大
啊，到这个时候啊，没有，因为啊，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呢，都是变化无常。那既然是变化无常，我们就不用住相，不用住在这一些六尘的形象上面，六尘啊，都是假的，就不用呢，住在呢这个六尘上面，所以啊，六尘啊，就对我们影响就不大。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六尘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么接着底下呢，无眼界啊，乃至无意识界，这个呢，就是没有六识，我们根尘相对啊，六根跟六尘相对啊，是不是产生六识？那个六识我们都当主人，那个六识啊，有眼识，有耳识，有鼻识，各位知道吗？都很强，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讲说心意识啊很强，修不成道。那我们心意识啊，就把它降服，修道啊，不要心意识，因为那个都生昧。你用它的话，容易呢跟人家结怨。你心意识很强，要跟人对立，你就是不肯吃亏。那不肯吃亏啊，人家一样不让，就容易这个摩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不要用，六识不要用，我们用真心，用佛性具备的真心，那个呢，就已经超越，所以那个六根六尘跟六识3618。所以我们说呢，18层地狱呀，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然后所有做下来的行为，就是要进入18层地狱。那全部都没有没有这个六根，没有六尘，没有六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这个接受地狱果报的机会就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么接着呢，这个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呢就是讲12因缘。这个12因缘各位有听过吗？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详细研究过？或许呢把这个12因缘稍微呢跟我们这个提一下，让我们都有印象。各位想想，我们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咱现在会老爱死，好像问题很宽广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有生，咱有生才会老，才会死，对不？对不对？所以会老会死原因就是生。那我们为什么会生？咱是会出去的凡间，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在凡尘？所以就是要了解就是造业，有业啦，有业有业了，我们才会这个生，有生才会老，才会死，所以这个生的最大原因就是造业，在12因缘来讲叫做有，那个名词叫做有污啦，有业有。有业了，那为什么会造业各位想想，我们为什么会造业？不要一下子就想到最源头的无明中间的过程都很微细，我们都要知道。之所以会造业，就是取舍，取舍知道吗？
哦，就是我们有取有舍，取舍，所以才造业。因为造了业啊，才受生。因为有生了以后，才会老，才会死。哦，所以啊，最重要的哦，就是啊，哦，有取舍。哦，在那12因缘啊，哦，就叫取。那各位浅显，为什么会有取舍？咱是安那会，哦，爱拢要甲揽来，无爱拢送一送，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哦，一定要追到它的根源，就是爱啦。爱跟讨厌，爱就想拥为己有，哦，讨厌就推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喜欢讨厌？为什么？就是因为啊，我们有受，哦，感受了外界给我的遭遇，我感受到了，所以我产生喜欢，产生讨厌。各位学生，为什么有受？因为我们有接触，有接触啊，哦，才有感受，感受啊，哦，然后才喜欢讨厌，哦，喜欢讨厌啊，哦，才取舍，哦，取舍了以后啊，已经业造成了，才要受生，哦，有生了才会呢，哦，老死。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接触触？就是因为啊，我们有6根，哦，就是6路了，哦，6根的意思。那为什么有这个6根6路？就是因为啊，我们有名色，名啊，就是呢没有形象的，那个状态，色呢，就是身体。那为什么会有名色？就是因为有识，认识的识。那为什么有识啊？就是因为有行。为什么有行啊？就是因为有无明。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开头啦。无明，本来就没有无明。无明啊，就是不知道真理啦。不知道真理呀，就是啊无明，好像讲出来的名词啊离我们很远，可是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浅显，我们有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做不觉，不觉呀就叫做无明。这样我们知道无明了吗？哎呦我起心动念，那个叫无明啦。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要能够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你有起心动念了，就是不觉。不觉的是为佛性出来。佛性啊是觉，他现在不觉才起心动念，所以就叫无明。因为无明，然后演行，无明了以后。不管是时间，不管呢我们的心，整个啊都在行持啊，拢在行，拢在叮当啊，没有停止的。然后啊行就演示，这个演示就已经呢牵涉到我们上一生了。咱顶一世，我们先前世啊有跟随啊，还有修欠债。就是那个这个债务啊还没有理清啦。有的是人家欠我，有的是我们欠来。那个啊就叫识，认识的识。然后因为有识啊这个时候在我们的那个现象里面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已经呢，我们一过世了以后我们的已经是怎么样？
我们的那个音，半音啊，半音声，中音声啊，这个竟然会讲，忘了讲怎么讲。我们的中阴身是过世以后会去那个我们该去的地方报道，可是要来投胎的时候也是一样中阴身啊他先来，那个中阴身啊他在出来从那个地狱出来的时候然后看整个大地呀都好像墨水啊黑耶一片。那只要有跟他有那个缘分，就是修向者有那个缘分呢，就有一道亮光。那个中阴身就会朝这个亮光它直接欺负，就是赶快到那个亮光的地方。那亮光的地方呢，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父母亲正在亲热了，他就赶快投入。精血那个父精母血就投入了当成他的身啦，所以那个母亲就怀孕了。那怀孕的时候这个叫做明色，明就是状态，那个精神状态，色就是那一种已经凝结有形有相的那个胎儿明色。你有怀孕了以后经过286天，它就会生。那在这个开始有怀孕以后慢慢长成，然后长成以后它就会具备那个6路，就是6根。然后到时间到了我们说10月其实286天啦280天左右就出生了。那出生了以后就跟凡尘这个接触。那所以要了解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他假如说不哭的话这个小孩子不会活。所以生下来现在有很多他已经人为太久，然后智慧又比较高，他不哭了，凡尘这么苦不来所以以往那个助产士一定会把那个生出来的婴儿那个脚2只脚把它抓起来，头让它朝下，打他的屁股打他的屁股的时候他就哭了啦。他哭的时候那个婴儿就活了。那个哭的时候灵才进虽然说他的第8阿赖耶识投胎就来，可是那个一生下来一哭灵才进才进来，才会有过一生有生呢一直到大就一定是这样经过。所以你跟凡尘接触了接触以后就慢慢长大。长大以后你的感受就特别强烈那一种喜欢讨厌很强烈所以从处然后接受然后从爱就是取舍到取舍以后业已经形成，就叫有你既然造了业就要生就要老死这样各位对12年有印象了吗？有没有？所以这个叫流转门，一直绵延不绝在流转。那我们修道我们可以还昧，还昧就是我们落入凡尘，已经落入了啦已经在现象之中了。那现在呢，我们从哪个地方改变？从受。我们呢研究真理，知道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假的，所以我不受，我不接受，让它进入我内心事来则应事去则见，都是用真理来应对。这样了解吗？我们不受了以后各位浅浅就可以想象会不会产生喜欢讨厌？不会。没有喜欢讨厌会不会取舍？
就不会有起舍，对不对？哦，啊，你没有起舍啊，哦，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啊，就不会受苦。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固定的道理，哦，一定的不会变。然后我们呢就了解说，可以还灭，可是啊，我们一定呢要在心地啊做功夫，从心性啊做功夫。我们对凡尘给我的一切遭遇，我要了解那个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因缘消失就没有，哦，所以都是假的。那既然了解到它的背后的因缘，我们就不住相，所有的受给我去应对啊，都是恰到好处，就是跟道啊相合。我没有落入喜欢，没有落入讨厌，没有落入讨厌喜欢，我们就没有起舍，不会造业。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做的啦，别人没办法代替。你只要都不造业啊，会不会受苦？不会了，因为没有原因呐，把你推去受苦。所以我们对这个12因缘为什么要跟我们讲？没有无明，就是时时刻刻啊，我们都在觉，所以没有无明。我们现在有没有啊？都有了所以要到那个无明尽啊，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呐，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没有无明的就没有老死。因为有无明啊，就一定啊，会有这个12因缘啊，它是呢，一个啊连带一个，一直啊，无明眼行、眼识、眼名色、眼六路、眼触、眼受、眼爱、眼取、眼有、眼生、眼老死，是不是12因缘？有没有？对不？各位不是该写吗？有没有漏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12因缘就是呢让我们一直轮回在凡尘受苦的原因。那我们从真理解脱，所以叫做心经心让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然后底下无苦集灭道，这个叫四圣谛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四圣谛可能各位也都有听过这个名词那么这个呢它是由这个3转12行法轮就是四相转，然后劝修转，然后作证转，这个苦集灭道，那个苦就是果报，集呢就是原因，那灭也就是修道以后到集灭的果报，修道呢是原因，都是呢先讲果然后再讲因，所以四相转，此是苦逼迫性，苦集灭道的苦有逼迫，一定要去接受逼迫性。那么此是集招感性，招我们感受了以后被它招熟，然后我们种了业，所以苦集那个集就是我们造业了，很多的业集合在一起。然后那个灭这个可证性，就是你可以证入到极灭，就是恢复呢我们的本来。然后道呢就是可修性，这个是四相转，然后劝修转，劝我们修，此是苦，如应知，此是集。如应断，
此是昧啊，如应正；此是道啊，如应修。有没有欠修？欠我们怎么样修？然后啊，到这个到最后的那个就已经证悟了以后，那个就已经呢，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呀，我已断，此是昧，我已证，此是道啊，我已修，所以啊，这个三转12法轮，叫苦集灭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啊？我们真的还是这个一跳啊就跳得很高这个都是一些修到一个基本我们呢这个基本认识啊可能都还没有经过，我们就直接跳到佛地了所以这个苦集灭道。然后底下呢这个无智啊亦无得各位先生，这个无智亦无得啊就是菩萨法。那么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各位有听过六度万行吗？这个倒比较熟了所以呢，我们都比较进入高阶层的那个修持方法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然后这个每一个它的内容也都有3个本来我们还想说详细的讲，可是没声，所以简略。以无所得故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修道很努力的修，然后一直到达圆满菩提就归无所得。你到达最高的程度你假如说还有所得的心那你就是还没成就了你已经修到最高的时候你修到最高就是恢复你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那状态，你全部都恢复了就无所得，全部都无得这个无得就让你已经恢复本位了。所以我们追求就是追求到恢复本位就是归无所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菩提萨埵一样的，菩提是觉，萨埵是有情。然后我们有情的众生都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就是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就是呢要按照般若般若呢波罗蜜多所以心无挂碍我们只要能够按照般若，我们的心都没有挂碍就已经呢整个都在般若妙智慧之中所以般若它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这个成道成佛的很好的这个内涵我们只要有般若就不怕不成就了。那我们要启发般若，就一定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我们肯万缘放下，因为呢我们接受的凡尘万象万事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因缘消失就没有，它都是假的我们只要了解凡尘一切都是假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般若它就整个呈现整个呈现我们应对凡尘事就绰绰有余就不会卡住了也不会产生喜欢讨厌
这样啊，我们整个啊就很理想的那个生活状态。所以啊，各位一定呢要在日常生活不是很困难，万念放下，什么缘都放下，放下再放下，然后啊，我们那个时候啊，能够到达一念不生，整个呈现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已经都呈现。那佛性的本体呈现啊，我们自然般若妙智慧啊，就在里边。所以般若妙智慧所以智，佛性本体所以理跟智啊，理智一如，就已经到达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啊，我们想回到的那个本位。所以我们能够按照般若就能够到达波罗蜜多，就是啊祥和的境界，都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两边对待，没有能守，全部啊这个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啊，能够到波罗蜜多啊，那个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不要等到以后啊，一口气不来才到达。我们要在生的时候啊，就已经到达。所以尽量在凡尘啊，就不要跟人结怨。尽量能够让人，尽量能够呢帮助众生。又呢行善啊，不记在脑海。这样对我们来讲啊，帮助都很大。又培养浩然正气。所以啊，能够呢，这个到波罗蜜多啊，就啊，心啊无挂碍，就已经没有挂碍了。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心有没有挂碍？多多少少都会有，都有挂碍。那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就是要做到，心啊没有挂碍，都没有挂碍。自由自在，像我们开头讲的那个自在，逍遥，自在，那个是本来我们啊本来就逍遥自在，是我们落入凡尘，被凡尘的假象迷惑，我们迷惑了以后啊，在假象里面用心计较，各位就可以想象啊，我们一口气不来，凡尘是哪个事是我们的，哪个财产是我们的？没有一个是啦，都是假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人争呢？所以啊，就要看得透彻一点。真的都是假的，真的啊，就是佛性本体，那个才是真的。可是没有形象，我们呢了了分明，切实的那个知觉性啊，就是佛性本体。我们只要呢留成这个让它整个恢复光明。只要我们有一点私心啊，它就是暗相，已经呢光明啊染上污垢，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些呢都去掉，没有私心，没有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凡尘的那一种身份地位，都不会去追求，因为都是假的啦。付出很多的心力呀，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不要为了那一些假的啊，用尽了我们心思，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心无挂碍，一定要到达心无挂碍，时时刻刻啊都是很高兴，过生活，无挂碍故啊，无有恐怖。没有挂碍呢，就没有恐怖。因为我们呢会有恐怖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企图，有所想呢得到的某一些呢那个内容，所以啊才会有恐怖的情形啊出现。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呢光明正大，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跟人家争，那所有的恐怖啊，都已经远离了，都已经没有在我们这个身上，所以远离啊颠倒，远离啊梦想，我们呢可以远离啊颠倒梦想，
这一些颠倒梦想啊，全部啊都远离，很不容易啦，因为我们众生也不颠倒，不颠倒就成佛了，成道了啊，所以我们大部分啊都是颠倒，该注重的呢我们不注重，不该注重的呢我们非常注重，就是颠倒。那心呢？不要外放，外放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佛。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呢都让它外放。假如说有那个环境啊，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我们又很难过，赶快开电视啊，让心麻痹啊。所以现在那个广告啊，说那个杀时间啊。缓无聊，各位会不会这样？可能啦有时候在现象之中啊，真的就是时间还蛮难过的一天一天过真恶鬼然后啊无聊时时刻刻啊，连小孩子说好无聊他都还不知道什么叫无聊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只要我们都不颠倒远离了颠倒都远离了，该注重也都很注重然后啊远离梦想这个呢就是啊不切实际的一些那个想法我们呢都远离到达呢究竟啊涅槃究竟就是啊已经到最高程度的究竟，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啦已经到达最高的不生不灭那就是咱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就是啊不生不灭。那么三世之佛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的之佛啊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般若啊就是非常重要三世的之佛都要依赖般若用这个般若的妙智慧各位要了解般若啊就是破妄显真般若啊把它特别记在破妄显真就是般若我们把所有的妄啊都破，然后啊显现了我们的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啊我们呢这个能够依啊般若波罗蜜多不管过去的佛未来的佛现在的佛都呢按照依赖般若波罗蜜有般若的就到达波罗蜜就是祥和的境界波罗蜜呢就是祥和的境界，因为我们都把凡尘说苦海，所以才翻译成到彼岸它的意思啊就是祥和的境界啦没有对待没有那个勾心斗角祥和的境界啊就是呢波罗蜜多故得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得到那个阿呢就是无啦，有没有的无，耨多罗就是上，无上，已经最高了，没有比它更高了无上那三呢就是正渺啊就是等正等三正菩提觉所以啊整句话呢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正向平等就是不管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说众生不是只有我们人才叫众生只要它是有生命的，都叫众生众缘机际而现的生相就叫众生所以众生都是平等。我们了解说，它显现很下等的那个形象那个动物是它的业。他造了业要受果报，只要果报接受完了，他又回到本来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高这个社会地位很高，很有钱跟那个流浪这个街头的那个街民啊一样，都是一样，只是他的果报一个就是在凡尘有行善所以果报很理想那街民呢，他就是在凡尘都没有这个行善，所以果报呢就我们看起来很可怜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可怜的人他就是有可恨的事情。那现在可怜，为什么形成现在可怜？就是以前所做的事让人指指点点，很讨厌，所以他现在就很可怜。那现在为什么人家那个有社会地位，然后又很有钱，就是因为他肯布施，肯帮助人，肯行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显现以后都是果报。既然落入凡尘是果报了，就不用骄傲，没有掰了。所以或者都一直讲，只要落入凡尘，你有现象了，你就是要接受一生。你一生之中，你过得好，过得不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以及你以往所造业的那个干扰所以我们了解在凡尘的一切虚幻都不实在都是假的，一过了就没了。那真的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定我们要启发在凡尘还活着的时候就一定要请佛性当家。各位有没有把握真无力，有啦，希望是安尼不过现实都还很不容易克服所以一定要战胜自己战胜别人是英雄你要战胜自己就是圣贤所以我们要当圣贤想不想当？所以按照无上的那个正等正觉我们呢得到了无上最高的正等正向平等正觉都是合真理的正觉。故知呢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般若就是我们的这个妙智慧波罗蜜多可以到祥和的境界那个呢是大神咒。可能是说好啦，你留一段时间让我问，是大神咒是大明咒那个大神咒那个神已经是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我们般若波罗蜜多有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一种功效。那么咒呢就是总持就是陀罗尼。陀罗尼呢就是咒咒呢就是总持所以是大神咒是大明光明光明咒，是无上咒是最高的最上等的咒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诵咒很多的咒都没有讲说呢用般若波罗蜜没有用般若，用般若的话是最高等的咒所以一定要用就是般若妙智慧。你只要有启发了，所有的困难你都可以这个经历经过，很容易的你就应对过去了都没有困难是呢无等等咒，就是连跟他平等的都没有他高到呢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心经它真的是字很少啦，意思呢包含很多能除一切苦只要你用般若波罗蜜就可以除掉的一切苦，所有的苦都可以除掉真实不虚
又呢特别的叮咛交代，真实拢无假啦，是真正的真实不虚，故说啊，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讲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的时候啊，讲授的这个内容，揭谛，揭呢就是打开啦，谛也就是我们玄关妙谛，打开啊我们玄关妙谛，各位打开了没有？我们求道的时候啊就打开了，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啊，揭谛揭谛，打开玄关妙谛，般若揭谛啊，你打开玄关妙谛啊，你就可以到达波罗蜜，你就可以到达那个最理想的那个境界之中，般若僧揭谛，那个般若僧呢就是众生众人呐，就是众。就是讲咱好我们好了，我们还要去度化我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呢脱离啊这个苦海，所以啊般若僧呢揭谛，菩提呢萨波河，菩提就是觉，萨波河就是即世成就。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要赶快啊去实践。赶快做，让它能够真正的都能够成就，所以菩提呢萨波河，留下15分钟了，这个很难得，我们还准备说讲不完怎么办？结果还剩下15分钟，各位要不要提问啊？有疑要必问，疑呀就是结，你的结一定要打开，要把那个结打开。有没有要问的啊？好，请说。这个咒是说，这个咒，他们说那个翻那个音而已，就不用解释。现在这种解释是不是太浅？因为这个咒语这个翻成我们中文叫做陀罗尼。陀罗尼它的意思啊，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就是总一切法，所有的法呢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持所有这个法里面的义理呀，你都把它持有，所以它的含义很宽广。可是啊，因为我们都是要实际的你在持咒的时候，虽然你不要进入咒的那个分辨，你不要去分辨那个咒的内容。可是毕竟我们在持的时候啊，各位的心都不够肯定，就是还不是很相信那个咒，所以你不很相信那个咒就产生的效果啊，就不很完全，所以诵咒最好就是一心，全心是咒，全咒是心呐，心跟咒合在一起。那个是最理想的持咒方法。可是我们大概现在的生活这么的五花十门就是非常的这个事情多了，所以要到达这个状态啊，可以说可能要到那个寺庙那个山上的寺庙拢无在尘垢的干扰，这样才比较容易啦。我们在凡尘这样也要这个水里的莲花火里栽呀，就是要接受现实的煎熬，还要修持心境的高超，就是要有一点那个自信，从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的自信，所以这个自信的由来就是我们接触面。
我们接触的假如说很广泛，你知道了很多然后对真理又比较透彻，这样的话呢，信心就容易产生。一产生了以后你就容易集中精神，就容易全心在做，全做在心，心做合一可是我们要送到这个状态都需要一段时间那一定要一段时间之前，你先了解到这个咒的内容，你稍微了解所以或者就讲那个咒王楞严咒是所有的咒最高的咒。那楞严咒呢因为有一个法师把它解说，那或者说因为那么长，你要开始学一定要有信心。那信心的由来就在你了解内容，了解内容以后你信心就增加了然后以后你当能够产生实质的信心的时候你把那个意思你就不要再去追究，你就全心诵咒了，这个就容易全咒之心全心之咒那因为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相信能够进入，所以才勉而为之啦所以今天我们也有带来那个楞严咒的解说一共有这个 V4 的9章，不高丢啦9章解说那个2620个字楞严咒我们把它呢就是讲解出来，可是也不鼓励大家都一直在看，只是你还没有产生信心之前，你看一次，看它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知道了以后真的你的信心会增加很多，因为它代表什么全部都把它呢清晰的分析，有分析出来以后我们容易进入状况是这个样子。那这边因为又是它是施以般若的精华，那又是有一点秘密的所以佛教本身呢，它不希望人家解说所以前面的观自在菩萨一般都会说那个是观自在菩萨是观世音菩萨都会这样解说舍利子是舍利佛，也都这样解说。那我们也不反对那样解说也没错啦，只是说对我们的帮助就不大。那像我们今天研究的内容，各位浅显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就是我们了解说我们在诵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一诵起来又能够得心应手，又能够深入其中又能够启发般若妙智慧何乐不为呢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还是真的是老师都会说我透露泄露天机。还有8分钟，还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好。我想请一下，刚刚说那个胎生下来之后，是要母体才会进去。对对。那在母亲的那个胎里的时候，它什么现象？好，请坐。因为我们呢这个有讲说死这个死死的时候这个比较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那个中阴身它还在，第8阿赖耶识它还在这个气候来先，气候就是死气以后气候它东西第8阿赖耶识还在。可是投胎的时候，第8阿赖耶识最早来投胎，因为那个含藏善恶种子嘛，也含藏善恶大地。可是我们人的话，都是善恶种子，它有善恶种子，所以它来投胎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善恶种子，所以中医生来投胎会找他有缘的，跟他有结缘。
才会来，投胎以后假如说没有阿赖耶识啊，那个婴儿不会活，那个在肚子里面啊，那个就会变死胎啦。你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在，所以他活着。可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一出胎以后，为什么他不哭呢？因为他太聪明，他有修，又聪明，又知道凡尘很苦，不愿意来。可是我们理智够了，可是你的行为不够，你的修持还没有去掉你的那个脾气毛病，习性没有去掉。你虽然知道很苦不要来，可是你毕竟造了业啊，所以那个助产士医生啊，才会把那个小孩子2只脚啊，这个拉起来，因为很小嘛，然后打屁股，你的造业怎么不来？造业怎么不来？一打就哭了啊，哭就一生啊就要经过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关键，因为他聪明是够，智慧够，可是他的实践啊，你知影你都无做。你无做遐脾气毛病业拢伫咧，你记不你倒下来还世间来拖磨来了，你要能够了掉以后，你才能够归本位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才能够这样啊。一跳的是欠实践，所以各位学姐，我们要努力的来实践。实践重要了，所以知一尺啊，不如行一寸。你知影一尺，你行一寸较赢迄知影一尺啦。我们现在培养，一方面知道，一方面实际做，知行啊合一。这样知行合一的话，我们在世的时候，真的就是佛性当家。虽然是讲佛性当家4个字啊，做起来很困难，一定你会经过很多的折磨，假如说你太激烈了，你6根会反扑啦，你太和稀泥呀，又没有成功的时候，所以那个真的就是要拿捏，就是这样啦。还有师温，好，请说。不会。不然那个因缘那个是什么？好，请坐。那个因缘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因缘不具足啦，就是他想到凡尘来，因为我们了解说，现在呢，我们台湾修道环境很好，很多的投胎者啊，都要到台湾来，可是就是机不一定来啦。你全世间的这青年男女都无想要生啊，伊要生都生不来啊，所以啊，假如说伊硬要生来，缘不够，你看，你怀孕了就去拿掉啊，那就变婴灵啦，他很无奈啊，无法度啊，我要来啊都，缘无够啊，无来，无法度，他又要归还到这个地狱去啊。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凡尘啊，这个不愿意的话，都掌握在人的手上，对不？你要生你唔生，拢决定在你的手头啊。你若无爱生真简单啊一下子就可以把那个胎儿拿掉啊。所以那个我们了解说，现在能够出生在台湾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啦，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个经历啊，那个第10殿。因为或许以前在后天庙就是这堂机啦，所以了解说你要出来转世啊，爱去孟婆庄喝那个万文汤，你即马啉的全袂记你前世人是安那经过，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轮回太久，那个喝的太多，它药性就慢慢减弱了，然后我们我们人都越来越老了。人愈老，即马天地中间掌握我们不住啦，所以我们不按照那个伦理那个常态来走，就会很多这个问题呈现，所以就有也是修道者，他就想说，你有拿孩子，你就心里不安，
所以我就来设一个英灵，让你来拜，你花一点钱，求一个心安，是不是这样？让大家知道。说那个也是因果，那如果方面，对，因为按他因果。因为他跟父母亲结的缘不深呐，跟父母亲结的缘不深，所以父母亲把他拿掉是有一点就是他硬要来没办法，所以他硬要来没办法，他没有像我们人那么有权柄决定要生还是不要生你只有让人家摆布所以他没办法了以后，你给他拿掉他真的都还没有，你看要哭才灵尽虽然第八阿赖耶识已经来了，可是你没哭灵还没尽所以他一回归了以后，在等候了，在排队，看看要去哪边出生要看他的结缘他跟父母亲的缘假如说比较深，他投胎就成功了。他结的缘不深你硬要讲摸，要去讲摸啦，热人就无法度对无？敢若像咱即马形容，咱去一个青婚姻兜，讲我甲你足亲呢，你就爱甲我饲，人家要不要不要啦，甲你排斥啦，就是这个道理。谢谢三宝天师的中天大德，一起感谢每各位贤贤或者几位学长。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34遍，那个大和经34遍，因为在讲解的时候是在台南同一空。那大部分的人都睡着了，都没有听，可能是那个功效太好，可以催眠。等到回来的时候，又协商把它补强。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请全教会就是把那个34遍看着讲一讲。就是稍微的把那个它的内容能够向各位这个报告一下。看看我们上个礼拜坐着就从一开始听气理心法从望远放下一念不生先练习到进阶式的34遍这一遍，那个刘讲师就全在有一点像在爬楼梯，就进阶到那个形而上谓之道，然后形而下谓之器，让我们更就是从失居而龙现，然后那个淹没而雷声，然后到神动而天水这个又更细微，后学觉得又更细微，然后现在又讲到形而上谓之道，所以让我们随时随地那种起心动念还有所有的神都不要外放，后学觉得真的很难，后学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是像人家出家或者是离开凡尘，我们真的是要训练那种在尘不染尘，出污泥而不染。后学觉得真的，后学觉得，但是我觉得这样才会练出一些功力因为你如果离开这个尘世间，真的你都没有什么人跟你有是非，人家工作给你，真的后学觉得有时候还是会起，但是马上会觉到了。以前真的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不知不觉。但是现在不管你在尤其在工作上，后学觉得家庭上 OK， 然后但是在那个工作上，真的你每天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又是新的你不会的，或者是为什么别人不会碰到你碰到，但是听了刘讲师心理心法之后，你真的深深体会到真的是
欢喜心甘愿受，你就知道怎么去调节自己那种，不要让自己的心练起来。然后以前呢，说真的，修到前10年还敢讲说，就因为在研究班，就以前就慢慢把那些比较粗的脾气毛病改掉。但是，到了10几年、20年，不仅还好，但是你自己真的染了很多的脾气毛病，所以后学才说，去年1整年真的听刘讲师的 MP3哦，这你听到自己会讲到那种自己说我怎么修的真的不过如此，那种真的很感动会这样子。好，所以后学觉得34片后学觉得，很多全部都是在讲我们那种很细微的那种后学要做笔记真的你要怎么都追通妙有什么很无为无所得而为所以后学说那跟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你都不要有那个有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你都不要在乎你的所作所为，然后你整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到柳成荫。或许从这样听着，会觉得这一句话套上来好像比较合啊。其他你怎么用言语啦，或者什么讲，好像把道都没办法把它展现出来。所以刘老师讲的智者不言，言而生。所以我就觉得，因为道这种东西，只有自己默默去体会体悟，你讲出来了，就好像说我们还后学讲，或者讲是像我们有时候去传题然后就是也很想把这个自己有做到的传达出去，但是后学有2次有想到这个性理心法，或是自己的德性不够，自己没修到那边，讲完后学觉得很疲劳，应该去上课会有精神会很棒，但是后学有2次会觉得从来没那么的，就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讲的不该讲，或者是有自己不圆满的地方，或者一直想要请教老师所以会觉听34遍，会觉是觉得更细微的，真的你很多的除了妄言放下一念不生，真的又更细微很微的东西，你都无所谓就对了，你就好好的去往自己的那个怎么讲，手伸长然后气生念，寒光现前，真心永远现前这个要去。这样听了会睡着吗？竟然17、18。不是，那是因缘。会觉得，因为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因缘业力，有时候也许这一段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读，会觉得讲说，因为也许自己那一段很重要，自己的因缘业力，自己的业力把你挡住，然后你就没办法听。不过我跟他们讲说，因为他们都睡觉了，所以我回来才补写这一章，把它延伸，把它讲得比较容易明白。要是他们没有睡觉，这一章就不写了。所以因缘。对，所以是，他这一章是写第2章，第1章是比较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比较有那个框框，所以后来学姐说不理想，我说好，那再写，隔天又再写1章或2章，不过第1章不花了，就花第2章，他这个是从形而上的道把它延伸下来，因为我们有一些那个道场在争的东西都不关紧要，应该争的东西不争。第一个就是天命，这个道争、理争、天命争，一直在争天命。天命是为性天命是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说那个零点完出来点到那个才叫天命，那个都是一个职责所在，是一个过渡时期要用的。你涅槃你还要不要用？你涅槃你不要去点到了要不要用？就没有。所以我们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才是重点。你一直争，全部就是因为争天命
不应该给他领，不应该给他领，啊，他要去领，拢一寡遐超前遐较有地位的，较有迄个上前边的，伫咧讲起来，讲到全变两派，一派要领，一派唔领，一派袂使去领，一派互因去领，啊，互因去领迄派吼，佢留喺荷塘，迄乖乖牌，无意见。啊，迄真巧真牛个，迄错坏个，因讲袂使领，啊一个吹人带去领尔，因规旁拢出去，整个都离开台南同一空。我讲恁这批出去啊，我老师才伫台南同一空开设性训练班，恁这若无出去啊，这班袂老师袂写，你拢遮巧啊，遮牛。恁是做头啊！生活做你拢无爱听，啊你讲你也无爱听，所以我没有了解到那个因缘机会。我老师为什么叫我去台湾讲？就是你遐搞拢是你啊！啊，即么村的拢乖乖来，所以老师就讲越好。他们一听了反而大家拢会提升。迄面相拢足好看。我甲伊讲，恁较早面啊，我业力真重。即摆咧研究也未2年我拢无业力啊。你看偌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相随心转啊，你心转变了，形象就转变，大家拢变得足年轻的。脸色拢足好看，我讲你拢足少年变小姐啊！你听心理情的话拢脸色很大，我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都改变了，对啊，我说老师傅给我任务，要我教导你们明心见性，所以使命任务是这样，你们还，你若无明心见性就是害我。大家拢真认真，然后都会详细说，我们完全用的心是生命，是事心，我们真心要怎么去启发，拢跟你讲，不是很困难，很简单，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真心就出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的，自古以来都不轻传啊。我拢写到天机的，叫做如来秘密，要成如来秘密得原因，秘密我拢甲讲出来，主要都无讲我遮明。对啊，老师伫咧甲迄土鹅咧伫咧医病的时阵啊，有一寡什么安尼拢唔敢讲，叫你安那去做就好，若拄着我就讲到原因出来。听了刘讲这课，那个讯文也看懂，白话文也知道在讲什么，而且你看所有的善经典都知道在讲什么。以前看过那个没办法体会，真的，现在看到。对呀，所以研究了以后，对人帮助很大，是从心整个改变，从我们的旧习性里面这个改变，它改变了以后。我们心，思想也改变了，心改变，行为改变，然后我们的遭遇也改变。周遭我说你先，要家里都圆满，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你家里不圆满了，你修不成天道。较早拢人讲，都要种树，叶荷塘，清完，厝都卖断，然后人安尼，都不合理。所以我在老天爷身边从来没有听过那个话。为什么我们道场整个都在说？厝要动，迄厝迄个做坏，好谈，我你要好谈食饭要个食好多。所以要符合真理，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人道啊，父母亲要孝顺，兄弟姐妹也要和乐，你和乐来，你要出来办道，你不要拉，
对啊，你们要后付出哦。资源互助，资源互助。所以啊，就有这一章啊，因为大家在睡觉，我都不知道，因为在台上哦，我看了大家咧困，写者伫后壁伫咧拍 DVD 啊，伊讲大家拢困去啊。我这个礼拜跟他们讲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学那个催眠术哦，学的功夫这么好，哦，一讲的话呢。真的17、8都睡着，一个礼拜大家都聚精会神。结果我这一个礼拜，那个他头先啊，他不讲，反正开讲。我开始讲话就没声音了，因为那天要唱。他去的时候，我就人就很难过。他想说卖去了没讲话啊。他想收那么多人，我讲24年没有停过一次课。他没有讲后来我来，也变化。真的到台南一上台了，一开口好声，我想咱还我甲讲那个唱曲先收，然后接着点完诗，然后讲师过来开坛主过来办事人员，大家都报告心得。在教室讲书做紧张啊！讲来讲愈来愈讲都愈大声，还讲到下课嘞，很奇迹呀！真的整个人都很难过，他声音都发不出来。真的是，昨天深圳在护持，老师在帮忙。袂使无讲，所以这个35追变啊，是聊天啊，不过那个天是可以聊的，是把那个我说老子在阐释道的本体，都用那个朦胧跟恍惚了。你们在打瞌睡那个就是这个状态，朦胧恍惚。叫你们打瞌睡做梦你们不会的；叫你们打瞌睡起心动念你们也不会的。所以这个两个刚好拼出来，活性本体可以体会出来。我讲你有体会没？我都没阻挡人家打瞌睡啊。讲你尽量享受，尽量去体会那一个非常奥妙的状态。唔能干那困就好了，困那不是在困拢有啦不要一直睡，可以体会到真正的那个活性本体的状态。所以要看到仙佛形象这种看，一定就是在朦胧，在恍惚，绝对不会说你做呈现给你看嘛。你若做呈现你甲仙无缘，绝对无给你看。你都安那朦胧，敢那看到呢？你看睁开眼睛看得详细。无去啊啦，就是这样。这叫天业，不然也讲不出来。所以那个天命人家有没有领天命跟我没有关系的。我说上天不会只有照顾我们台湾2300万人，大陆有13亿，13亿要去点到，你说需要多少点来吃啊？是不是要很多人领天命？领力才能够去点13亿呢？现在书记还没成熟，这个偏好什么？偏好咱台湾这，去给人教育伊拢无神论大陆伊无相信神咱就去甲伊讲。有神有鬼有无？有，当然有都要甲因教到互因相信。因若相信因个就就要相信，无因即摆拢唔相信因个，唔相信因个为非作歹，
足济，因为无相信因果，相信因果毋捌做啊，所以就是爱咱这会尴尬。你看咱一个都要教几个，2300万要教13亿啊！13亿我听讲吼，迄是有登记的，因一胎化吼，足济拢无登记的，无户口的，你佫毋能13亿的，超过啊，无户口啊，你若有户口吼，爱罚钱啊，所以干那登记一个啦，剩的拢无登记。你若安尼生7、8个登记一个，